我的低潮，我的低潮啊！我的低潮坏了，我的低潮坏了，它坏了。我的低潮它坏了，进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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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进不去，怎么会这样子？我现在要去哪里？因为低潮坏了，所以我也不见了。等一下哦，你们等我一下啊！真的哎，什么东西都不见了，我的本本都不见了。我觉得本本倒是没关系啦，但重点是因为猪猪的所有迪卡的东西全部都在低潮。哦，我的天哪！我看一下哦。本本不见了还没关系，猪猪的东西都在低潮哎，这就比较麻烦了。啊呵，完蛋了，怎么会这样子啦？如果低潮坏了救不回来了怎么办？救不回来了怎么办？救命！真的耶！哦，我的天哪！等一下哦，而且现在这个状况好像也没办法，就觉得本本都不见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真的，因为我全部东西都在低潮，然后牙的还在嘛，然后哇，我的天哪！感觉所有低潮的东西都真的都不见了我的天哪！而且现在面补它也吃不到这种情况啊，如果说重开机有办法，重开机我可以幻想它重开机，然后就可以好了吗？大家安安，我的低潮刚刚在开台之前坏掉了，我的天哪，完蛋了！哎呦，10月份怎么了？怎么有这么多事情不能让猪猪开台？让我开台不行吗？我重新开机看看好不好？有机会重新抓到吗？好，我们再重新抓看看。那你们再等我一下哦。很多的重要的东西。对孔吹气可我的低潮在哪里？好，这样子的话，再给猪猪几分钟，我们来重开看看。先这样子，我们看能不能抓回来。先拜拜。这里是回归的朱蒂卡，请问大家有听到回归的朱蒂卡的声吗？你敢有听到我的声？这是回归朱蒂卡吼。那刚胸口时间来了。我看一下哦。这个，挖空面那了，挖空面回得来吗？还是挖空面也挂掉了？挖空面，挖空面的话，目前是出不来哈，你们等我一下。有声音了哈，好，好，太好了，
应该是东西都回来了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好意思啊，整整半小时，我真的半小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谢谢你们等猪猪，然后也感谢怀瑾的抖内，怀瑾最近辛苦你了，怀瑾哥最近也蛮辛苦的哦。好像在低潮的东西要有些，我现在面补可能要重新设定，但是我现在不是面补，我现在不是面补，我再问一下猪儿子，我之前是怎么设定的？我现在开启网络摄影机，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莫名啊，怎么会突然这样？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我现在快点备份低潮的东西，对不对？那我备份低潮的东西完之后，我总觉得它还是会随时爆炸，哎，怎么办？还是我要拿去可能那个什么建国路吗？还是我要拿去建国路给人家看看？硬碟挂了，对，我刚刚的低潮挂了，然后重开又好了，我总觉得不太妙。我总觉得今天只是运气好，他又抓到了，总觉得他应该真的快挂了。我现在该怎么办？我除了备份之外，买硬碟吗？好，看有没有学生硬碟可以放。那我是不是要拿去电脑机给人家弄比较好？买个硬碟去备份。好，那我问你们哦，因为我电脑现在有时候会有那个很吵的声音，我是不是顺便给人家看一下我的风扇？是不是？好，备份买 什么？那个是什么？SSD 没有正常开关机吗？有呢，猪猪还是会保持正常开关机呢。电脑该换哦，其实想换啊，可是电脑好贵哦，电脑好贵，我就一直不敢换啊。电脑贵，然后再加上就不行，就觉得现在换可能不是不行，但是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换到太顶级，该换电脑。哈哈老师1年了吗？真的吗？哈哈老师已经1年了是吗？哇，谢谢你们，谢谢。然后 Saber 说，对，12个月猪仔专员硬碟挂了，对，刚刚挂了一下，然后又回来了。对，我不知道是硬碟有声音还是电风扇有声音呢？有时候就是在我可能开比较多程式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很嘈杂的声音。我想说，是不是电风扇？有可能硬碟你为什么是木质条搞不定？如果金额调高一点的话，有没有定期清理电脑？很像没有要怎么清理？我只会刷，我到底要怎么办？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所有的资料备份一个可以存放的地方，然后那颗硬碟可以考虑换了，直接给店家看看。好，那我等一下跟大家聊完天，我可能直接把电脑带去建国路去看看好了。目前硬碟是传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传统的我每次就是3C 的东西我都会很慌张，趁这次的机会换电脑。可是不排除是电脑主机太旧了导致电线老化而且我觉得啦，我的主机摆放的位置，我也想说，如果真的换电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要放在，我看一下可能不要放在太阳照得到的地方，因为我现在的主机其实怎么讲？虽然说是在我的角落，就是我桌上的角落，但是它有一点点有那个头，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它那个头还是晒得到太阳。我想说，大高雄的太阳这么猛烈，我是不是还是放地上比较好？欢迎大家，不好意思，刚刚大家等了半小时。这么在地的话，肯定要传统哦。就是开机几秒钟，我开机其实蛮快的耶，大概如果是重新开机的话，如果它不跑设定更新的话，大概几秒钟30秒以内就可以完成了。硬碟有分 HDD、SSD， 建议 SSD 比较好，读取速度快，可以在窗户上加窗帘。30秒一台不是啦，30秒以内啦，有时候10秒就完成了。要是这样，我看一下，是兔比吗？兔比你好，远端跟
云端跟猪猪诊疗就算应该有 SSD， 我总觉得很像对 SSD 这个有印象。欢迎加洛，欢迎托比带着他的伙伴。我们刚刚经历了就是低潮，就是坏了大概10分钟的那个浩劫。我刚刚一度低潮没有办法进去，然后有一些那个就是 OBS 的一些图档啊，完完全全消失不见。大家刚刚有跟我一起看了一轮，完全消失。然后我刚刚因为面补也面补不到，然后所以我刚刚一度消失了一阵子这样。欢迎大家的降落，谢谢 Toby， 至少是SSD， 然后欢迎你们的降落啊，谢谢你们的降落，所以你有 HD 跟 SSD 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些叫做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今天可能带去，建国商场看看好了。对，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个やばいね。结果搞不好并不是风扇的问题，是硬碟出现问题。然后博瑞，谢谢你送出一个汇集。迪卡上网查可能比较快，大家只能用文字去，可能不太。我觉得我上网查可能也看不懂。我觉得我还是直接搬去建国商场给人家看好了。Hello， 然后主播电脑是不是要换新电脑？其实我的应该说，我其实是在年初的时候就有想要换新电脑，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是有开集资，对，但是因为那时候活动太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干脆就是先集那个我们的卡夹原创曲，对，因为怕说大家压力太大，所以我电脑基本上那时候就觉得说，集资的状况很像该怎么讲？就是跑得很像不是那么顺利的状况下，我觉得说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不如我们先把原创曲先跑完好了。对，因为之后原创曲陆续就会有一些可能老师们费用的支出这样，所以之后我电脑还是就先搁着，一直都没有换这样子。对，然后可能集资的部分其实也担心大家花太多钱了。一点可能打碟崩地是什么东西？哇，我的天哪，博瑞一发马上中好厉害！高雄人听到建国路想要3C， 是没有错的，维路先生。我们高雄人如果要跑3C 街的话，就是建国商场。欢迎大家！高雄人建国，对啊，还是我等一下，我觉得我直接包去建国路好了。我有想起来，维路先生活动太多了，都要拖到明年了。的经验去店面都会被坑吗？真的哦，可是哇，那怎么办？可是那间店面其实应该是还好，因为那个之前是虎虎介绍的，应该是还好。自己都会去日本桥买啊。店面坑很正常，店面坑居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吗？木子伊拉塞，刚刚听到什么主电脑就是对，说到这个应该是说我不太懂电脑，但是因为我刚刚我的 C 槽一度没有办法读取，我的硬碟刚刚大概坏轨了大概10分钟吧，让大家担心了一下。我很担心它又继续坏，所以我觉得待会我的电脑直接抱去建国商场一趟好了，然后可能一样是去虎虎介绍的那间店替我看看，然后大家是建议猪猪可能快点先备份嘛，我的低潮，因为我刚刚好紧张，因为猪猪所有从初配信到现在的东西全部都在低潮，对，我以为没事，对，结果还是出问题。好，我找一下钢琴伴奏版，然后我需要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等我一下哦。好，我们来舒缓一下。搞不好过去看到迪卡嘛，我的脸上写到迪卡，让你们那么好认嘛。好了，最漂亮的那个就是我了哈，自己讲。哎呦，建国路有这么多电脑店家，你们如果真的堵得到我的话，我也认了。各位坑人对，起码弄到好，对面要赚钱啊，被坑。日本桥站嘛，都是去原价屋原价屋其实我朋友很多会推，然后 BGM 的部分你们可以先帮我听一下哈。然后资料备份很重要，我等一下就快点会先把我的低潮先备份起来，会被坑至少他会负责任，这样快点处理。阿崔，而且谢谢昨天阿崔，就是在我收台以前啊，阿崔留下了一句话，然后
提醒了猪猪，就是啊，我们阿春也要领蛋糕了啦。我觉得我们家的高阶都很温柔就是说有时候我忙到就是说可能或者是我不小心把大家的年资就是可能计算错误还怎样，大家都完全不会错怪都会用提醒的方式。像我昨天收台之前，我就看到阿吹就说，我都当作是猪猪烹掉了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回应说没有，我没有烹。然后收台之后我就觉得不对，难道阿吹？然后我去看一下他年资啊，靠，他也可以领蛋糕啦！我以为还差2个月啦，我的大脑真的是不重要了。然后昨天就是快点晚上就是趁空闲时间，就是把大家的那个年资都对一轮，太好了，完全就是应该是都没问题了。然后总之呢，领蛋糕的朋友，领蛋糕的尊爵不凡的高阶，有我们的阿吹以及我们的玲玲学长在礼拜5猪猪会一起制作大姐说要备份，对，我等一下要快点备份。去店面无需考虑砸钱换。好，是来不及自己用跑得过你要跑得过来是吗？辛苦你了，晨晨。坏了就惨了，毕竟对于不懂电脑的人来说，只是店面处理。我觉得，有随身碟可以塞备份，看 C 场能不能接放。我这边是有随身碟，可是我不知道够不够大，我可能待会看看。然后君诺老师伊拉塞，然后也谢谢水灵宝贝跟薄荷，还有长官，大佬不重用一样，人多难免会漏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 NAS 有点大工程等一下 NAS 又是什么东西？等一下为什么不重用？你们很重用啊，你们超重用的，你们到底哪里不重用了？你们超重用的好不好？是我的大脑不重用啊，别这样子。对，是猪猪的大脑不重用，好多事情要忙。然后刚刚低潮进不去，我心里想说不会吧，怎么10月份这么多事情？等一下你们在干嘛？我说我自己不重用，你们一个一个纷纷跳出来说自己不重用。NAS 有云端，可是那个搞不好猪猪也不会用，它是什么东西啊？NAS 不是必备用好，而且因为讲到电脑，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有属于自己理想的形态吗？对，所以就是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蛮多概念的。是不重用的年轻人，我比较不重用啦，我的大脑真的不重用，你只是少用。什么？彩彩这里不存在你的老婆，这边只有你的老公哈。然后请问我的声音跟我的 BGM 还 OK 吗？谢谢你们对，也感谢兔比的降落。对我的天哪，刚刚真的是我刚刚在电脑前冒冷汗我想要怎么办？我就心里面闪过了各式各样就是那种很糟糕的状况。社畜甲，好了，听到这里可以被踩。等一下，这个是不是？等一下，这个怎么看都是立轩啊。就是可以问有在帮自己剪精华的剪辑师专业剪辑师工作的电脑基本上蛮顶的，决定再去建国路，不然去建国路会走路的时候在板上。好，没有，其实我现在考量的是预算的部分。对，因为其实基本上。因为今年度其实猪猪并没有任何的一些可能太强烈狂野的力气嘛，对，然后因为之后又有很多活动，希望大家荷包都算是不要在紧缩的状况下可以参加到猪猪的活动，对，所以我就是电脑的预算就是我一直压在那边，要不然其实面线们有在年初的时候已经有帮我算是把菜单配好了。对，但是因为那时候一下要几支电脑，一下又要几支原创曲，大家压力感觉有点大，对，所以我的电脑就还是一直压着这样。好，音量 OK， 谢谢。个人使用的话，日常进行音点确认备份即可。声音可以，好 OK。BGM 可以大一点点吗？好，谢谢。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先过去，先换个硬碟好了。硬碟应该不会很贵吧？还是说硬碟很贵？硬碟我。记得很像还蛮贵的，就跟有人喜欢1罩杯电脑，有人喜欢长腿电脑，长腿的电脑又是什么东西？好啦，总之也谢谢立轩的赞助我把3腔的音效开出来一下，而且因为3腔的部分，总之也谢谢算是
合作伙伴的邀请哈。总之三枪的部分，我们现在就是变成了非常下趴的功能了，也就是最下趴的那个功能哈。那个是什么？最顶的那个，就是各种东西都可以跟大家玩了哈。总之就是有很棒的优惠方案啊。然后我想说，看了一下这个优惠方案还不错，所以猪猪之后就3枪之后可以有更多的互动跟大家一起玩。然后，所以我刚刚也是有在研究一下三枪的部分。好，我把这个通知打开哦。啊啦啦啦啦！听说这里可以被踩，我躺好了。请主播践踏这个带薪答辩的坏孩子吧！我不要，我不要。好，然后什么兔兔还丢过来？哦，对了，是兔比，是兔比。什么时候可以有大用吗？基本上你们都还很大用啊，对，你们都超大用的好吗？然后你要不要这么好认？你超好认，好不好，丽轩？对，风格明确没有错。西瓜瓜伊拉塞，我真的考量到预算的话，你就先对症下药。我觉得可能我今天真的先带去建国路一趟，然后跟他讲说我那个有一度硬碟没有办法读取的问题，跟他讲一下，然后还有发出怪声音的这个问题。帅哥会者说刘经理可以朝他喊顶。等一下，刘经理是我们的刘妈吗？快去建国路开电子零件上就能遇到主播了吗？可是建国路有这么多家店，你们最好堵得到我。可是如果真的堵到的话，其实我也不会怎么样我会跟你尬聊所以那个硬碟哪一个好？不要太贵哦。所以现在是要重配。如果现在要的话，其实我之前的菜单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对，好像有什么价差吗？硬碟不贵吗？哦，太好了，学长。所以硬碟现在很好的硬碟大概多少钱？现在很贵，以前好便宜吗？看你贵的定义吗？跟以前比便宜了吗？我会备份，我会备份在随身碟。我会备份在随身碟。我海景哥在吃瓜，要是从的电脑不太优，然后堵到就可以领1拳吗？堵到的话，我会跟你尬聊对，其实我是属于尬聊型的，我说干嘛给你1拳？我说有缘分堵到，好，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好好讨论一下我这个电脑该怎么办这样。所以刘妈变成刘经理了这样，正义重配是不是？要加帅哥2次，刘经理才会回你这样啊？那个刘经理帅哥，刘经理帅哥是这样子吗？刘妈你这样子才会理我是不是？会备份到随身碟蛮够，我会备份到随身碟，我会，而且我的随身碟几我的随身碟的容量好，我等下再看一下。刘经理帅哥，刘经理帅哥您好。对，刘经理帅哥您好，好，不愧是木子，而且也是神木子，就是有委托泡泡老师以及千里老师共同制作的那个好可爱的那个，昨天跟大家玩的好开心，圣诞节猪猪精明干练的小精灵，谢谢你们，昨天玩的好开心，木子才帅好不好？他小彭于晏呢？你们面试嘛是不是要不要这么的？有这么多，有 JJ 有彭于晏，那请问有没有郑元畅？我可是要超越原唱的女人呢，我就是那个要超越原唱的女人，你们给我出来，哪一位是郑元畅？出来！我想到一可怕的问题，应该不会有，我不知道好可怕哦！我觉得我今天配信完就会跑建国商场一趟，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出发之前先跟店家讲一下我的状况，看说他怎么样建议我会比较好。那吃不到糖果吗？小天，你好意思讲？对，我昨天吃不到糖果，气死我了，好可爱呢。我看一下哦，昨天大家帮我解锁，再开出来跟大家聊，那个真的是太可爱了。你们等我一下哦，趁我现在低潮还读得到的时候，我再开出来跟大家玩一下。也谢谢昨天大家的解锁哈。我要精明干练的来了，就看一下，好，江江，我又出现了，精明干练的我又来了，等一下，
等一下，吓我一跳，我以为又读不到哦，吓死我！我现在精明干练的我手上拿着是，等一下，对，好，精明干练的我，好可爱哦，好可爱，真的超级可爱的，好可爱哦！对，吓死我！我刚一度想说，我是不是又读不到？天哪！等一下直播直接不见了。硬碟价格依品牌，会有差。我的天哪，200到个十百千万2万的都有。你先记一下自己主机板的型号，去店面会用得到吗？我主机板型号，我主机板型号是什么？完蛋了。可是我觉得啊，即使我不知道型号好了，就是店家，就是我把我的主机搬过去，然后店家就会帮我，就是把那个什么插座插一插，他就会知道我的型号了吧，对不对？店家应该就是这么的神通广大吧，对不对？那个时代的猪尾中，我现在就吃不到糖果，我想吃不到糖果啊！好可爱哦，真的超级可爱。而且我刚刚有应该说这2天也有就是私讯一下泡芙老师，对，然后我谢谢他的制作，然后因为就是想要把图送给会员，然后有询问就是泡芙老师说，就是说就是会员的福利什么之类的，也谢谢泡芙老师，谢谢泡芙老师授权，谢谢。南瓜直播你好，什么好碰？我好金融概念来了。卢台风什么过去搬走了，开关先生，谢谢你哦。那这没关系，但是说比唱二姐的歌，那个画面美到不忍直视，是不是？我们昨天超好玩的啊，也谢谢大家的解锁。我不要戳你，臭彩彩，好萌。薄荷，你的草字头快剪掉。会笑自己的南瓜。你们说这个吗？手上居然不是钉法，来。看电脑设定，直接扛过去比较快。直接换新的，换硬碟不划算吗？我会先备份资料啦。可是直接换新的，猪猪这边可能有一些预算考量，没有办法换太贵的。对，因为换太贵的话，可能我自己会有点吃劲，对，会担心。对，怎么鸡毛干嘞？大人烧神教，欢迎你们，太精致了，太可爱了。好不好？而且昨天有带大家看过一下，就是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动图啊，我的猪脚还有那个嘎叽点啊、蝴蝶结、香菜也都会动，超级可爱。谢谢木子的委托，真的是超级可爱的。我看起来非常可爱吗？谢谢。想照我的女儿的样子。雅总快醒，雅总你给我快醒醒。楼上。宇宙大循环妹也出现了，超级可爱啦！谢谢，感谢。而且其实我有在想说，如果菜单要重新配的话，直接讲好了，给店家配应该还蛮危险的，对不对？给店家配应该是还蛮危险的吧？对啊，所以但是我觉得现在能够紧急能够做的，其实就是快点拿去给店家看啦，然后我自己先备份。然后直接换电脑的话也是一笔预算，所以我其实也不太敢说换就换，而且我的菜单也还没有配好，所以反正待会总之晚一点先跑一下建国商场，然后再看看怎么样这样子。对，而且电脑集资现在要跑，我觉得好像也不太理想，我担心现在跑的话之后你们的活动会很吃紧，对。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之后就是电脑的集资一直不敢开起来。问 V 鹏鹏的配置吗？用抄的吗？才没有在睡觉。好 OK， 好，这个我再询问看看。对，好，没有问题。我今天可能陪大家大概到2点半或者是3点，然后猪猪就快点前往建国商场。对。找认识的人帮我配，你刚刚说你要的功能跟预算，或是再买一样的零件换吗？这也是一个方法是吗？说到这个劲爆萌新，我即使是一样的零件，我也不晓得它是什么型号。HDD 的话呢，我觉得男生们对于这些零件真的是很有概念的。
当初配的硬底下就是做更详细的更改。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配的好高价位哦，那时候配的实在是很顶呢，所以还硬碟排线。硬碟排线吗？好，大人兽神教，请问硬碟排线是什么？请问硬碟排线是什么？啊！然后，燕崎伊拉塞，我记得那时候你们想帮我配大概8、9万吧，我想我天哪，这么贵，集资得了吗？对，然后就果不其然，就是集资很像那个有点惨淡这样。其实会惨淡，然后我想说啊，可能就是之后又有原创曲什么之类的，所以干脆先把那些集资的钱先挪到原创曲这样子。然后伊拉塞左右先，不简单的，毕竟当初配的是中偏高规格了，没玩什么游戏应该不会配到很贵。其实我这次如果要换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来换，然后就也不要配到应该也不需要到太顶啦，我觉得可以长长久久陪伴大家，然后不要有奇怪的声音出现就好了。还有重点就是，因为我毕竟还有在画图，所以至少我的图稿跑得动，对，跑得动。谢谢爱神说 SATA 传输线，然后完蛋了，劲爆萌新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感觉是感觉是外星数字，当初是7到10年的规格吗？其实这个是虎虎那个时候，虎虎，我想一下，虎虎他这个弄多久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好像有换新电脑更顶的规格，所以他就把这个度浪给猪猪。但是我想说，我还是有跟他买，因为我想说他直接送我很不好意思，所以我还是有跟他买。所以哇，到现在用多久？用多久啊？用多久了？我想一下，中偏高的要6、7万左右。我在想说，我如果不要配到这么贵的话，其实我大概4、5万应该就可以了吧？对吧？这样也比较不用那么有压力，你知道吗？我想说什么呢？什么主持人小T，你给我好好上课。但至少配的比这一台更好一点吗？啊，水灵宝贝，其实我觉得水灵宝贝比我还懂电脑我就找水灵宝贝配好了。画图的话，显卡要好，要配就直接配好一点。可是就是预算啊 ，Saber 老预算怎么办？知道吗？预算啊 ，Saber 老。然后 HDD 主要是放到这样1台半，但很久，你要动画图之后大概，果然大家还是觉得要放8、9万，那猪猪提出的预算搞不好还没办法换一台更好的，然后也是好歹本科的，然后10万也太贵了吧？你们最好募得到，你们最好是募得到，我就怕你们募不到，你还跟我提10万哦。然后哇，劲爆萌新也是募资。其实如果真的募资的话，我觉得我会募个大概6万块。我觉得6万块就可以了。你们要到10万是要募什么？我觉得募不到啦。水灵之后他一定懂。对啊，我觉得水灵我找你去配好了。我要很多批访天老师都配8、9万电脑啊，10万到8、9万。啊，我担心我募不到啦，募不到怎么办？对呀，重点是募不到怎么办？我在担心这件事情啊，好贵呢，募不到。对呀，募不到怎么办？然后，总之，等一下我要先备份完，我要跑一趟建国商场。到处在路边募资总会有，路边吗？我只知道要在那个本台募资，但是路边募资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至少之前的那种价格会比较好计算嘛。好，谢谢蕾玲学长。当然都需要涨价，6万真的不够啊！6万居然不够是吗？然后来这电脑好，电好贵不贵？好不好是用的顺最重要嘛？谢谢我们的刘经理帅哥，谢谢刘经理帅哥，是我啦，伊拉塞。但现在先不换可能会炸掉。
对，我现在的状况是我的那个低潮一度吃不到了。对，刚刚大家亲眼见证我面部跑不动，然后低潮的东西全部不见的 OBS， 非常的惨淡。叫老师改个手拿什么手拿募资箱。其实募资的部分，其实目前3枪还蛮多花样的啦。只是我在想说，我原本想说下半年有很多活动，我就不打算再跑什么什么募资之类的。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猪猪的活动。然后一旦募下去，我又担心你们荷包整个紧缩。帕鲁伊拉塞，现在什么都涨了。我跟你们说，不止3C 涨了，然后就连食物原物料都涨了。好，在此感谢就是加入萌新的大家。对，虽然说萌新跟乙事组的基本上那个回馈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也谢谢大家体谅原物料上涨，所以有部分乙事组总裁直接加入萌新，32块变3000，变成38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3800买萌新，募完54显卡刚好出来，很像那个是很顶的吗？应急只能先基本那换。好，谢谢宝贝。记忆体掉价10%，可能先准备一下买起来，然后先用这张图做个木质电脑给钱钱的梗图吗？然后好可爱啊！子晴伊拉塞，只是肯定会哪天存到这样的问题要赶快处理，然后预算有限。38块好贵，猜猜你说38块好贵，但是你也像花了3200块还是3000块，就是迫害了那个谁家的人夫啊，真的是真爱啊！钱就是拿来花的嘛，宵夜哥，伊拉塞，先冷静，开不了台，其他就不用说了。谢谢怀景哥。那我现在我很冷静的，你看看我的脸，就是个精明干练又冷静的猪猪。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先做的就是，等一下我会先备份，我会备份哦，我是会备份的一只猪，知道吗？我会备份，我觉得我很优秀，我会备份。虽然说我吃不到糖果，我的糖果呢？虽然说我吃不到糖果，但是我会备份，我很厉害。谢谢，我会备份，你们不用担心我会备份了。对，然后备份完我就快点去建国商场，对，然后再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先解决的，对，然后我看什么就很碰。好，50显卡出来，然后去把第一批的电脑元件都还有异常要处理。这就有备份的地方吗？我有一个硬碟，随身碟，然后它还剩下多少？你们等一下，我看一下，它还剩多少容量？我看一下，别人已拉塞，糖果制造的硬碟，也没有鸡毛干练，把那个草字头啃掉。50显卡出来就可以准备捡便宜的40系列了吗？的空间要够的硬碟的随身碟，对，随身，然后它是很大颗的，你们等我一下，它应该是在，你们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我去看我看一下。它这个完蛋了，它好小，这个很像是10年前，我某个朋友丢给我的。等一下哦。看一下绘画伊拉塞，我的随身碟是 UVS， 对，随插即用的那个。惨了，那怎么办？我到底现在该怎么办？而且它好少，它才320G， 怎么办啦？所以还是说我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没有地方可以备份吗？好像我看一下我的低潮，其实除了放迪卡从储备信到现在所有的东西之外呢。其实还有放我在投入 B 圈以前
所有的画稿都在里面，而且那些画稿呢，其实也有在备份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目前没有备份的，其实就是朱迪卡从除废信到现在的任何的一样东西。对，但是卡夹的东西基本上，原档都在 W 老师那边是非常安全的。然后，不行，我的低潮现在虽然说还有610G， 可是我就不要，不敢备份在低潮。我看一下 C 潮，等我一下，惨不忍睹，只要容量够还是可以升。先买一个日本桥，买一个外接硬碟吗？好，然后，就是要挑重点东西去备份。看一下，我低潮的容量目前是610G， 还有610G， 对，去修电脑时候买一个随身，先买一个抽取式的外接式硬碟跟，我看一下我的低潮哦，我的低潮容量很像931G 是931G 是多少 T 啊？等一下哦，然后931G 是全部，然后低潮已经使用了320G， 然后还可以使用的是610G， 1T 好，系统有问题就是 C 潮，感觉可以吗？好，连汤包哥都被炸出来了。可是我现在在备份在低潮，这样子不是很哑巴姨吗？还是我们备份去 C 潮会比较安全？300多 G 的容量，然后300多 G 的容量，对啊，我的 USB 也是320G， 我觉得迪卡的东西备份过去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迪卡的东西备份过去没问题啊。我看一下迪卡的东西，总共迪卡系列的东西我看一下迪卡系列的东西，好，等它跑一下。迪卡系列的东西很好备份啦，才51G 而已。好啦，备了，来备了，来，马上备，我们来备份。才51G 而已，怕什么？因为我其他的图稿的东西其实都有备在其他地方啦，比想象中还小，对不对？其实，画图画了这么久，会发现其实准备 VTuber 的东西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占资源跟占空间。对，反而是之前在画稿的那10年吗？对，我常常就是要清硬碟，要备份干嘛的。猪儿子，我的低潮一度坏鬼了10分钟，现在我快点要备份。完蛋，有停顿吗？等一下好，对，占的空间都在云端了，其实我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传云端了。我看一下。我们快点先来背一下哈。迪卡系列，我会备份哦，我现在会备份哦。等一下，还没有吃到吗？等一下。对吼，我正在使用中算了，那我还是关掉之后再备份好了。对。我现在有些东西在使用中，我还是待会关掉之后再备份会比较好跑。好，而且也正好，就是我也可以检视一下我还有什么东西没备的，快点一起备一备。东西其实比我想象中还小才50G 而已，好险！那我等一下顺便带去建国商场看一下我那个叽叽嘎嘎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了。我以为是电风扇，结果很像这样子在看，搞不好是硬碟坏掉的声音。跳过还要备份一次。对，太好了，我的硬碟基本上好是可以的。对，
好，所以就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好解决了。对，然后至于我觉得电脑募资跑不动啦，我觉得实在是太高额了。感觉晚上就要宰来吃嘛。你们宰得到我再说。而且啊，我们当月的当家总裁是我们的汤包总裁嘛，然后汤包总裁他就很可爱，他一样私讯回猪说，基本上他也是选纯赞助，然后但是他不会逼大家纯赞助，不用担心。对，所以就可能就是因为汤包总裁基本上都是纯赞助派的啦，对，所以我可能会再跟趴趴熊总裁讨论一下说，你们这个月想不想吃我们的万圣节饼干？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说服趴趴熊总裁吃饼干。万圣节饼干我要做很恐怖的饼干，可能有巫婆手指之类的哦。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硬碟的声音啦，因为我其实听不出来是电风扇声音还是那个硬碟坏鬼的声音，就是它叽叽嘎嘎的这样。可以煮了要东坡嘛？东坡好吃。荧幕上这造型的饼干吗？不是啊，荧幕上这个造型的饼干要有压模啦，像要去给厂商做压模来不及啦。然后做出手什么？做出手指？巫婆的手指饼干，巫婆上次的还在冰箱，你给我好好快吃掉，彩彩。是泡芙老师，我们欢迎泡芙老师。泡芙老师，你帮我这个好可爱，好可爱哟。超级可爱的，泡芙老师你过来啊，可以戳你的屁屁，好戳你的屁屁，戳。我刚刚经历了那个低潮坏鬼，然后吃不到任何东西的状况，吓死我！然后快点备份东西，快备份起来！我要吃老婆饼哦，你准备好了吗？泡泡老师做的真的超级可爱，而且昨天跟大家玩的好开心哦。如果是机械硬碟有音，可能是读写头在啊，真的假的？好，有巫婆手指不可怕，要怕我出手指吗？等一下，我的手指反而应该还蛮治愈的吧，因为是猪体形状啊。会像青瓜黑板那个声音，应该就是硬碟了。啊，其实我听不太出来他那个，可是我觉得那个声音跟电扇也是有点像所以其实我分不太出来。通常就快坏了，还好他现在还让我读到，让我就是下午可以陪伴一下大家。对啊，让我下午可以陪伴一下大家，要不然我刚刚在想说，不会吧，我整个10月不会可以开台时间就少到不行，少成这样子。对，而且10月开始其实渐渐的会有一些活动释出，对，所以也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不管是身心灵还是荷包之类的。我想如果硬碟有问题就，又有高几率档案毁损，是不是？趴趴熊伊拉塞，趴趴熊伊拉塞，趴趴熊你基本上是我们的当家半年总裁了。然后其实原本是那个汤包哥这个月是当家总裁，然后他可以就是跟猪猪讨论说要做什么料理或者是什么点心破坏大家，但汤包哥他也是选择一贯的纯赞助风格，所以很客气耶，他说就看说下一位就是那个当家总裁，看要不要就是直接顺延过去给趴趴熊这样。趴趴熊你要不要吃饼干？这个月你们要不要吃万圣节饼干？还是说当然想吃猪脚也是没问题的啦，趴趴熊。对，可以在私讯跟我说，看什么，看想吃些什么东西。就奇怪的声音没备份就死掉，真的假的大姐？所以那个声音好了，搞不好高几率真的是硬碟要坏掉了，感觉不太像硬碟。行破伊拉塞，这里没有你老婆，这边只有你老公哦，也可能是风扇嘛。没事的。总之呢，待会跟大家大概聊到大概2、3点，我就会出发到建国商场去给厂商问一下像目前这个状况。对，开投票看大家嘛。所以趴趴熊给大家决定是不是？好哦 ，OK。键盘，好哦，等一下，
哦，好，总之这个是暂存档之类的，是不是？长期没删除可能会跟现在设定。TENP，好哦，谢谢汤包哥。等一下 ，Win 加 N 吗？哦 ，Win 加 R， 然后，等一下哦。然后他说我没有权限，然后我按继续吗？然后呢，把这里面的资料全删了。好，总之什么 TENP 这个资料全删了，是不是？那我删喽。Hello， 新月喵，翻糖迪卡吗？很像，对不对？好，那我删喽。有资料夹出来了。听说吃月饼的月份加入人会变多，对，我们每个月的月饼月份加入人都超多的。然后刘以拉下来，怎么这么可爱吧？谢谢，那个是谢谢木子的委托以及泡芙老师跟千里老师的神之手啊！我看起来好好吃，我感谢你哦，看起来好好吃。好啊，那我好多哦，全删了，好。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月份啊，其实我很少在过万圣节，我反而就是比较期待的就是圣诞节。可是万圣节有这一次真的是太棒了，我天哪！万圣节有这一次真的是好治愈哦，超级治愈。就觉得哇，万圣节原来也可以有这么可爱的东西。然后谢谢汤姆先生，感谢啊！而且说到这个，我刚刚忘记置顶一些东西了。哦，我的天哪！等我一下哦，等一下哦，我现在他正在删除很多东西。不给糖就捣蛋。好，删吧。好，总之我确定现在我的低潮运作应该暂时是没问题啦。对，等一下关台后呢，猪猪就先备份，然后备份的过程中，快点我先打去建国商场问一下，然后问一下状况，然后看就是再报过去吧。然后花丁角35度，好可爱的名字。万圣节饼干吗？我发现饼干反而有一些总裁会被吸引到备份吗？其实是备料。好，我们现在来开个投票吧。等一下哦。10月份。10月份回馈。我觉得我用表单一一询问好了，因为毕竟开在这边还是有可能其他观众的意见不知道会不会太掺杂在一起，我还是开个人表单，对，然后一私讯给那个总裁们做决定好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月饼干的机会还蛮大的，对，总觉得大家应该还会比较想吃饼干之类的啦。我的直觉，对。好，OK， 好，总之谢谢你们哦。我觉得听着这个钢琴的配乐，我自己就是有比较大概知道该怎么做了。猪猪很恐怖吗？可爱的什么东西？为什么是可爱的恐怖啦，大姐？我只要碰到3C 的问题，我就会非常的焦虑，然后很紧张这样子。
会加我的指甲吗？我会加指甲，但是那个不会是我的指甲，那基本上那个就是巫婆的指甲，那个是杏仁果，好吗？然后头发的话碰运气啦，有时候在包货的时候不小心掉了1-2根，那我真没办法。那个掉1-2根真没办法。对哦，然后10月份开始有好多事情要忙哦，就太多杂事。然后我记得 FFK 啊。报名的时间最后截止日期好像是10月24号吧。好，然后如果有抽中的话啦，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妇科的东西为主吧。对，就是我评估了一下，就是可能要请小佑老师制作的，就是那个嘎鸡得亚之类的。然后其他摊位上的东西就是妇科的东西为主，这样子。如果我抽中的话呢，电脑其实很麻烦吗？一层是，我也这么觉得，好可怕哦。没有指甲，如果是巫婆手指的话，上面一定会有指甲，好吗？杏仁果干，好不好？非常的营养，好不好？12是报名这人，对，很像是同样的日期。因为我先问过米娅，9月份因为感冒，然后又生病之类的，我在考虑说我是不是要报。不过就思考了一下。FFK 是在12月中旬嘛，对不对？我想说，好，12月中旬，好啦，如果大家热热闹闹的在高雄玩一下，也不是不行。对，基础清洁身体就可以维持效率啊，就出口水1罐，用来做口嚼就这跟棉花糖一直这么碰吗？你才碰，你全家都碰！而且水灵宝贝昨天有帮我们做那个动图之类的，对，然后今天早上想要上传到我们的 DC， 然后发现哇靠，这个真是那个格数之多的，然后可能档案比较大，一度上传不上去，有没有？对，一度上传不上去，然后也感谢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排解了，就是就是一起就是该怎么讲，排解了这个问题嘛。因为我其实只会画图，可是我对于这些档案什么设定，或者是说那种GIF 档要怎么压缩，其实我也没概念。然后果然牛妈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我们牛经理帅哥，对不对？会不会没有缴到钱，只好退出的状况，像什么年夜饭吗？也会有，所以尽可能的报完名快点缴钱，要不然很像也是会被列黑名单之类的。对，所以我就是报完名要快点缴钱。对，不过我身上还那个好多待办事项，所以我才说你们提醒我一下。我这是蜘蛛棉花糖，好好吃。帅哥不用，经理也不是吗？您谦虚了，刘妈就说帅哥刘经理很顶，是不是？是不是木子？你们都超顶的。达宝老师已拉下来，这个是刚刚经历了就是低潮坏鬼10分钟的朱蒂卡。对，我现在就是从紧张的氛围放松的心情了。对，至少我知道，我从初飞行到现在的任何的一样东西，全部的档案只有50G， 非常的轻巧，我就放心了。我甚至被分去云端，我都觉得 OK。有无压缩软体？新秀尔伊拉塞，这样才选右键压缩。帅哥刘金是啊，人见人爱是不是？就连他娃都爱是不是？你公真香，就是你婆真上面你公真香。而且就是昨天晚上啊，就是有加入绿界的总裁们，其实我昨天也稍微的有一一确认了一下大家的年资哈，也还好 YT 他在后台都有帮我把年资算是算好在那边，就是因为他的算法比较单纯，然后我就记在脑子里面，然后记在脑子里面之后，真的觉得脑子不重用了，还是交给后台吧。明明 YT 后台都帮我算好了，然后还自以为自己记得住，根本就记不住。还把阿吹的少记2个月，不过好险，对，昨天去翻后台就快点，就这个礼拜要一起把阿吹的蛋糕一起跟玲学长的一起制作哈。然后云端要说不然会超级久，然后好，原来是这样，谢谢汤姆先生，是不是薄荷多爱对不对 ？YT 的计算真的很准，对，是真的很准。那上去推我说带着物品，那一个背包就全部搞定，感觉真的别人总是大包小包一堆嘛，整个群就你最丑嘛？不是雅晨，你现在怎么了？你们都是我们的大佬好吗？然后啊，你们想听一下大家的年资吗？我觉得就是绿界的大家的年资根本就是在尬广绿界
绿界的猛总们，你们年资根本就在尬广哇靠！整个叠加上去很夸张的那种你们会想听吗？还是说这个就算是比较私人的东西，不想分享也没关系？听都听吗？好，他嘛 OK。还有Google 免费是什么的付费？有，其实猪猪现在云端使用的几率比较高，所以其实我都有付费，我都是付费的。绿界去哪？别这么说，大姐，你也是我们的绿界大佬，别这么说好不好？你们要听是不是？好，总之呢，请问一下，朱蒂卡从出配信到现在，我出道多久了？我出道3周年了吗？还没嘛，我出道根本就还没3周年，对吧？我记得我是2022年的1月7号出道的，对吧？然后到现在已经2年，看看几个月，9个月吗？还是2年9个月吧？对，一直到昨天为止，你要2年9个月，我应该没有记错吧？绿界真的没加多少吗？他哇，你也不遑多让好不好？别这么说，大姐，总裁呢？一日总裁，终身总裁。但是那个回馈就是限当月，对。但是你们的恩情呢？对，会记得，就是对，长长久久都记着这样。差一点3周年了，2年，是有一天的猪猪，3年多了吧？没有啦，我还没有3周年嘛，对不对？我还没有3周年，你知道，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位大佬已经突破了3周年的这个月数了吗？我都还不是，我出配信到现在，我都还没有3周年，他已经把以世族总裁跟萌新加成了3周年以上哦，3周年以上的月份喽，该办3周年了。什么叫不是8周年？什么叫从小看猪猪长大？什么从小看猪猪长大？我还很年轻，5003岁，我还年轻。你们知道，目前我们大佬的这个月份最夸张的就是，我看一下，以世组累积37个月，以世组总裁，这是以世组总裁累积37个月，哇靠！我开会员到现在根本也都还没满3周年吧？我开会员到现在其实也才2年而已，对不对？他到底是怎么冲到37个月的？他已经突破天界，突破了3周年了。对，这个还是以世组总裁的状况而已哦。来，他的萌新呢？好，目前基本上就是好，算是按月扣款，加个算是2个月，对。但是他的以世组总裁真的已经有点夸张了，你说24老，24老他的年资真的是很夸张，真的是24老。然后劲爆总裁的部分哈，劲爆萌总的部分，它其实就是以世组1年，然后萌新1年，对。基本上就是以新观众来讲的话，也非常的狂野，非常的狂野啊！开台2年半，收益3年多，谢谢帕琼总裁，帮你 Hockey， 谢谢大家的照顾。老王乐队开始唱，我还年轻，是雷凌学长37个月的以世组总裁，对，跟朱总。来，老师，老王乐队还年轻，请下，好 ，OK， 那首歌好听。然后李玲学长的话，基本上就是以世组总裁18个月啦，哈，因为就是丢了3次的半年，好，谢谢李玲学长。阿印师的部分，基本上这家伙没在记的，对他跟我讲他没有在记，跟超劲爆一样都没有在记的，你知道吗？昨天我跟阿印师还有超劲爆萌新。在就是对那个年资的时候，这2个就是异口同声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没在记。阿印师他的萌新的年资基本上也是2个月了，谢谢支持。然后以世组总裁的话，是从 YT 跟绿界累积的18加10 28个月。对，目前我们阿印师的以世组总裁的年资来到了28个月，然后萌新是2个月哈。然后塔瓦基本上不遑多让啊，塔瓦也是，基本上塔瓦是我们萌总哦，28个月以世组总裁，28个月以世组总裁，谢谢支持，好，现正增加中。我萌新呢来到了第4个月，谢谢，感谢塔瓦萌总，感谢这群萌总让我有猪看哈。然后劲爆萌总的话，就是以世组总裁12个月嘛，萌新12个月哦，都是直接丢绿界哈。小天的话，基本上就半年，2个半年，12个月以世组总裁。
好，12个月以世足总裁，对，然后期待一下吗？好，小玲玲期待一下，我会群老出。松松伊拉下来那种都是精明干练，我超级精明干练的好不好？松松老师，就你看得出来我精明干练，他们都说我精猛干练，他们的眼睛怎么了？是什么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松松老师是不是？然后就他就，然后给到第一深圳这一拉塞，这样看真是你还年轻呢啊！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已经够老了，好不好？够老了。感谢冲浪我大佬看猜，别这么说，你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好不好？要穿这样不热吗？还好我有开冷气，这样子才能体现我的精明干练就大咯，好不好？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边算2少的年资，我想说这家伙怎么了？不是，我都还没3周年，我配信还没3周年就算了，因为毕竟你配信刚开始，你不可能就过收益嘛，你要过收益至少要等几个月之后，就你频道开收益，至少可能3到5个月吧。好不好？我记得我是1月份配信，然后5月刚好5月生日月的那个月，然后频道过收益，所以我也是从5月开始才开始开了就是高阶会员，对。然后居然你们这群大佬有办法，就是可能对冲破3周年的年资是怎么了？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没有啊，雅哲，你现在也是我们总裁呢，你现在是我们总裁好不好？谢谢你们啦。然后 YT 的部分我看一下YT 的部分阿吹目前就是13个月也是一样可以领我们的蛋糕了。然后紧接着其实我们的雪珍也可以领蛋糕了，不过它是安排在下一个月我们这个月基本上是阿吹的蛋糕以及玲玲学长的蛋糕然后看一下爬爬熊的话，基本上就跟汤包哥一样啦，都是算是半年总裁，所以2位都有当家总裁的资格，然后看看还有其他的，我们的珠子、梅子还有不是这个大哥，基本上也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面线，他们是已经熟成面线了，你知道吗？这2位完完全是泛黄的熟成面线了，从头到尾没有断过。从我开会集的时候，美邻居宝宝28个月，他上面的这行字是整个是泛黄的，是泛黄的。然后我看一下大哥一样啦，也是一样28个月，也就是说我开了多久，他们就加多久，28个月。雪珍12个月嘛，然后塔瓦在频道后台是22个月，但是那个是假的累加我们的绿界来到了28个月，非常的屌，神屌，好不好？然后阿印师的话，在我们后台以世足总裁10个月，对，10个月，但是那是假的，那是假的。阿印师从以世足总裁 YT 跟绿界累加28个月，太屌了！到底你们是怎么加的？然后我们新任总裁我们可爱的烧鸭 S 22天，好不好？22天。有时候我都要看一下那个22后面是天还是月，你知道吗？对，然后以及就是可能不断的在用绿界上下支持猪猪的，可能大姐或者我们雅晨或者马克先生或者是尤萨根桑都非常的感谢，好不好？其实高阶会员其实开来其实也算是为了算是满足我自己想要做烘焙或者是做点心的一个做料理的一个兴趣，对，但是也很开心大家就是加成了团扇的数量，对，真的很感谢。然后许先生也来晒，许先生欢迎来吃瓜，我们这没瓜，但我有糖果啊，我有瓜啦，这边许先生你要吃瓜，在我手上，万圣节快乐！一次这样很快追上，有蛋糕，是我们满1周年的高阶会员的回馈，专属回馈。超菜吗？一堆大佬跟大佬要煮煮看，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已经老了好吗？你已经变成我们当家总裁了，好不好？敬爱的趴趴熊，果然都是大佬，都按部就班来了，都不敢称呼自己是大佬。别这么说，你们都是大佬，你们都已经把那个我的高阶会员的那个年资加到了，就是那个数字看得有点夸张。你们到底是怎么加的？好可爱，万圣节快乐吗？谢谢史先生，也祝你万圣节快乐哦！我刚刚经历了就是我的低潮坏鬼10分钟，我紧张的要死。那还好重开机之后他又抓到了，但是我觉得我要备份了，
对，什么群好处你们？别这么说，你还看那个一秒人夫这个 Ruser 先生哦，他这边跟我装萌新，因为其实他有本钱加，而且他也加过，好不好？而且他是用迫害的方式，好不好？他用相爱相杀的方式，好不好？领到了我们高阶会员回馈，好不好？对，只是因为家有人妻，有正宫，不能太明目张胆，是不是？好不好？这个彩彩也是。好啦，谢谢你们啦！我昨天在整理这个年资的时候，就边整理边笑，我觉得说你们怎么会加成这般田地？你们怎么会加成这般田地？就说难怪那个年初的电脑集资跑得非常辛苦，因为都已经加成这般田地了，你知道吗？我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感谢蜘蛛让我们大佬看吗？我觉得是谢谢你们相辅相成的，让我有猪猪看啊！因为我这个 IP 没有你们的话，我要怎么继续？对啊，我才要谢谢你们，让我有猪猪看吧。大宝老师，我们精明概念，大宝老师，我今天的我是不是充满了精明概念的味道？你看我，看看我，是不是充满了精明概念的味道？大宝老师，而且我刚硬碟坏鬼的那个 moment， 我就狂密大宝老师啊，大宝老师，我低潮坏掉，为什么？因为卡家的东西基本上都在低潮，但是我密完之后，低潮就好了，你知道吗？但是其实卡家的东西根本不用担心，因为都在老师那边，老师那边一定就是会有备份档之类的，对，所以不用担心卡家的东西不见。对，我反而是担心有一些那个可能我没有备份的一些可能初配信到现在的一些东西，这样子，这实在太精明了，是不是大宝老师？是不是？都想杀了，该算负的哦。谢谢大佬守护小镇村的和平吗？我才要谢谢你们，谢谢。对，而且我刚刚就是因为要备份了，就看了一下我从初配信到现在的一些所有属于朱蒂卡这个 IP 的所有资料都在某一个低潮的资料夹里面，然后它总容量呢只有50G， 这实在太优秀了，跟我之前在赶图的那个容量大小完全是大巫见小巫，你知道吗？小巫见大巫。我之前赶个图，光是一张图有一点夸张，但是有时候会跑到大概一张图就要好几十 G， 甚至有些快要到 T 的，你知道那种很夸张，对。就突然觉得，金鱼 V 圈那个硬碟的那个负荷量好像少了许多，非常轻盈这样子。然后我知道，我只要备份50G 的东西到其他的硬碟的时候，我瞬间豁然开朗了，觉得没事了，好 OK， 对，我的东西基本上应该是回得来，应该啦，对，绷好绷满。行走的乖乖，等一下，许先生，为什么这个叫行走的乖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个是行走的乖乖？这个像乖乖吗？这个哪像乖乖？这个会像乖乖吗？有吗？你有看到乖乖会吃糖果的吗？你看过乖乖会吃糖果的吗？我现在，对，我吃不到糖果，我从昨天开始就吃不到糖果，好难过，淡淡的哀伤。你这么相信我，难道老师那边也没有备份吗？好，没关系，反正老师，我的低潮回来了，我坏鬼了10分钟，我现在等一下下播之后马上就要备份了，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有啊，我们的卡夹，我刚刚还有去我们的云端看，还在呢，还在呢。两贝老师这个频道没有我会散，两贝老师已经成为我们频道的非常非常忠心的音乐担当了，好不好？对，就不管是我们的钢琴版本，还是我们的那个纳卡西版本啊，都出自于我们两贝老师的点子哦。是两贝老师，我们音乐的灵魂人物。好想看初配信吗？雅晨，我初配信不就在那边吗？是不是？还有3倍的回顾啊？是不是？对，大小差太多。大宝老师，大家都要过去修就好。不是啊，大宝老师人在北部啦，人在北部实在是也真的是不方便。对，要不然这个东西是不是北部其实很多小能手可以帮忙？好死不死，我家住大高雄工业国，嘿，就是那个3头台风肆虐的那个大高雄工业国。我刚肆虐结束，所以我们家那个大高雄区到处都是那种连根拔起的大树。我跟你讲不夸张，到处都是连根拔起的大树，还在清理中，真的，好不好？光雅，你给我好好选字，你给我好好打字哈，这是迫害老婆的有趣。不是，
不是，我都已经这么努力经营我的频道了，你们就不能某一些人成为我的友军吗？你们就这么喜欢成为面线的友军？有一些人成为我的友军不好吗？成为我的友军到底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请问怎么了？成为我的友军是怎么了？不好吗？不好吗？他传讯的同时就零压过去，然后我低潮就好了。就每次电脑有什么问题，大宝老师电脑出问题了然后传讯息完了，下一秒我马上好了，这样子。对，不愧是 double 老师，都零压快。好啦，我觉得这次运气好啦，重新开机之后，其实又吃到了。可是我刚刚一度觉得说不行，这实在是太不妙了，所以我等一下陪伴大家，真的到大概2点多啊，我要快点就是收播备份，然后我可能要跑建国商场一趟，这样子。有备份很重要的老师，我现在已经把我的随身碟拿出来了。我现在要备份的容量只有50G， 我的随身碟有320G， 应该是还够吧？是不是？我至少还会备份哦。我就说我精明干练，对不对？什么猪猪好玩呐？有没有？你们给我好好打字。什么叫猪猪好玩？我这么精明干练的样子哪里好玩了？我这么精明干练的样子，你跟我讲说我好玩，你好意思讲？什么叫做好玩？这么可爱，这么精明干练，到底哪里好玩了？那就让云端还是弄一份吧。啊，有，而且刚刚面线跟我讲说，云端如果要跑50G 的东西，要跑很久很久，也就是说我可能把它压缩一下，压缩一下再传上去。什么好玩一直玩？什么好玩一直玩？哦，这个然后鸡毛干练，牙琛坏掉了，我们的牙总坏掉了。不用压缩吗？不得不说，迪开始为什么连收收老师都说很好玩？到底哪里好玩了？哎，你们好玩的定义到底在哪里啊？你们好玩的定义到底在哪里？到底哪里是猪猪好玩的地方？你们可以举例让我知道吗？看我会不会举一反三一下。明明就好吃的蓬蓬棉花糖，而且对了，也谢谢松松老师吉他版本的卡夹，好棒好棒！我们有好多版本的卡夹，好玩猪猪一直玩。就不用半天啊，妥妥的吗？好哦，谢谢 double 老师。我要买下去可以存一点。哦，好，谢谢长官。什么反应很好玩？不是很多 B 的反应其实都差不多是这样吗？是不是？而且我是那个特别精明概念的反应，到底哪里好玩？好玩的定义就是好玩哦。到底为什么连大花都这样讲？什么叫闹猪猪很有趣？你给我好好说话，李林学长。你想知道猪猪有哪些是不好玩的吗？衣衫褴褛点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的反应很好玩。好，那请问我的反应也应该有不好玩的吧？我的反应应该有不好玩的吧？我只要不理你们，其实应该你们就感受不到好玩了，对吧？我只要沉默就对了，对不对？哦，只要我沉默，你们就不会觉得好玩了，对吧？问就是好玩。就很鸡毛干，什么到底是什么叫鸡毛干来的好玩啊？我要崩溃了！吉米默默打开，不准你们去找我那个观看数最高的 shorts， 不准！你们看到观看数最高的 shorts， 一定就是我们的卡甲，我们的卡甲稳的，我们的卡甲绝对是我们 shorts 里面观看数最高的，不准再去找观看数更高的。我们卡家的那个瘦子很屌我们卡家瘦子的那个推广效益超屌的，好不好？反应让人想逗逗你吗？你认真吗？这位大叔是认真的吗？你看都不吃不猪猪的话，所以回答不出来。他哇，你好意思讲？先举例不好玩的地方。我觉得我不好玩的地方，我觉得我很好玩不是，我不能说我不好玩，因为我觉得不是，我身为这个频道的主播，我身为这个频道的主持人，一定是好玩你们才会来嘛。如果我一旦说是不好玩的话，那你们来干嘛？不是，但是我的好玩一定不是，一定是有很精明干练的地方，你们懂吗？彩彩，我不要骂你，你去旁边被芋头塞，你走开。猪反应凸显那个寂寞概念不是啊？什么新奇又好玩？缺德的三哥，好好工作啊！这不是我们阿月饼吗？然后来错地方，没有，你没有来错地方了，你没有来错地方哈。
这也是精明干练猪猪台，不好像吃兔兔的时候吧，不好玩的地方。对啊，因为我又没有吃，这样怎么会好玩？怎么讲？我再想想，那个补丁，那个补丁我不知道怎么了，总之我吃不到糖糖，我很难过，我吃不到糖糖。观看数最高不用推广，你们不准去找我 shorts 观看数最高的那一只，不管，那是猪猪小精灵。精明干练萌翻面线吗？哇，老宅男仓大叔，谢谢你。为什么就连大宝老师都说猪猪很好玩了？老师，你一定是被谁盗账号了？老师，你是不是被哪位大佬盗账号？你可以眨眨眼，好吧？想不出来，本人都认了。没有，我所谓的好玩是说，我一定有那种非常精明，这种非常精明、内敛、干练的地方，才会吸引你们来嘛？是不是？我们物以类聚。你们是成熟的面线，一定会被成熟的主播吸引来，那一定就是因为我很成熟、很知性，是不是？我们的内容成熟、知性，你们才会被吸引过来，不是吗？这所谓物以类聚，就是这么一回事嘛。我今天很好玩，很烹，那你们也很烹啊。我们物以类聚，那你们也很烹啊，你们也精明干练啊，这样子就不是双赢了嘛，对不对？我们就是一起精明干练，一起内敛，一起成熟，是不是？这样才叫做双赢呢？不是吗？你各位，我说错了吗？看着我的眼睛，你们是不是该承认了吧？你们来到了一个精明干练的台。一直以来，我都把这么精明干练的形象收藏着。到我们的10月，总算解放出来了，你们该了吧？该认知到我的精明干练了吧？我为什么有唾眼？诺言，你给我好好打字。让我再想想，什么叫结论？猪猪好好玩？不好玩也是你们的好玩。让薄荷你完蛋了你。砰砰，那个精明干练变成一种清晰很快，是什么鬼啦？你不好了，什么啦？不精明才好玩？精明干练不好玩吗？精明干练很好玩，怎么可能？我这么精明干练的人，你们一定是被精明干练吸引过来。你们要不要再想想？精明干练就完全明白，下次来看。老师，你越来越坏了！要把精明干练形象收藏着，哪会这么？我一直收着好好的。你知道精明干练的人要装烹真的是很辛苦吗？你们知道我的用心良苦吗？粉随推，那你们也很烹啊？你们也很烹不是吗？不是吗？是不是？啊，我忘记那个了，等一下啊，我没有置顶，等一下，我们那个啊，等一下啦，都你们啦，啊，我忘记了啦，我忘记要宣传那个，等一下，哎呦，都是因为早上硬碟坏鬼，吓得要死，想说怎么会这样子？等一下哦，都你们害的啦，我精明干练呢。算了，你们先听卡甲啦，好烦哦。你们给我先听卡甲，我要去摘花，我要去摘花。我没有碰，你全家都碰，你才碰啊！1000年的固执，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芳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吃，一有一片土地。夜头看见这世间的匆匆，最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变拢是。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
者，三来互人拍醒。特殊的汤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女性，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穿着烟丝，去迎着我的心，赶紧注意。行啊来者，只有一味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好的，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好就是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然后再加上几秒钟的时间，让我可以摘个花，然后装个水之类的哈。好，而且就如同大家非常熟知的，在我们卡卡之后，马上就是 V stage。说到道理，怎么听声音蛮像你儿子会看的？等一下，真的假的？那个刘妈要不要带你儿子来看一下 B stage 啊？小朋友也可以入场哦，好不好？没有水在我手上，我精明干练，好不好？我回来了。好，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卡甲的钢琴版本哈。来，刚刚我看一下，刚刚看到大家的被猪猪的知名干练吸引来的，想当初那个圣诞酒杂，可是慢慢的长。今年才没有什么酒杂，没有，今年没有。对啊，很多人都是被我的知名干练吸引来的，我知道，就连长官都是，我好欣慰，我都知道哦，都是被我的知名干练吸引来的，他们有承认哦，他们有哦，是不是？好碰，一直碰。怎么这样还不碰？没有啦，我刚刚真的是低潮坏鬼，太紧张了，完全忘记要宣传什么东西，脑中一片空白。我现在才冷静下来，想到说我要宣传这些东西。好吧，我先追一下大家留言。诺言说这个歌名一叫做卡甲，
就是说它这个是台文正字，也就是说像教育部在推广的台文正字，所以有些东西可能看不太懂，但是以国语去翻译的话，它叫做交基，发音啊，它叫交基，但其实它是台语正字，也就是说它念成卡甲，台语念作卡甲啊，国语就是足迹的意思，好不好？足迹的意思。这首歌基本上就是我跟面线们共生共存的足迹，我们相爱相杀的足迹，好不好？很棒呢，这一首歌超屌的。这首歌没有在推 Shorts 之前，本频道广告效益最屌的就是不是卡甲，对不起，碧笋这一首歌，我们当初因为猪猪知道那首歌爆红，所以我也刻意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大唱特唱碧笋，然后水灵宝贝也有帮我做成 Shorts 版本跟一般那个横向的影片版本，然后广告效益推出去，哇靠，超赚！对，但是呢，卡甲推翻了一切，卡甲的瘦子版本居然有胜出就是一开始是跟那个碧笋不相上下，结果之后就是收盘的时候，哇靠，卡甲胜出，我们的卡甲，我们谱出的卡甲超屌，真的很屌，谢谢。对，今年度可以完成这么一首神曲，对，真是对于本频道太加分了，谢谢团队，谢谢 W 老师，谢谢乐师，感谢大家，感谢。是的，感谢大家的讲解。什么火影的交机是吗？好，流氓，我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有沙根江伊拉塞，太远了，没事，我知道，大家量力而为哈。然后这个啦 ，Hello 2024哈，被梦吸引，什么叫被梦吸引过来的？我当年是被公视台吸引来的，他是被公视台精品概念吸引过来这件事情就是事实了。至于他是被什么东西留下来，这我不好说。大家快一点都开始怀疑当初是真的，不是，你绝对看得到的是精明概念，好吗，长官？没听懂又怕猜错字。好像这种台文正字，你只要就是复制，然后贴上 Google， 基本上都找得到它的中文的意思啦。被3星才被问题吓到的猪猪。对不起，我其实刚开台的时候，我真的被3C 产品的问题吓到，就这样我有点微斜眼睛眨一下。没有被威胁。好啦，就如同大家刚刚看到的，就是MissStage 的宣传 PV， 大家应该看到的会背了嘛？好，那基本上我们其他票种的票也是现正热卖中，然后也感谢大家就是火速的在我们开票的5分钟以内，将猪猪的算是 VIP 票啪的抢购完成吗？还是抢购什么？抢购一空之类的都好，谢谢你们，真是超级开心，也很开心，就是你们都有预留你们的荷包，真的都一瞬间抢光光，那感觉真的好爽，超爽，知道？对，然后基本上我们目前其他票种也是继续热卖中。对，那在11月9号，我们的演唱会进行之前呢，猪猪都还是会频繁的宣传这次的活动，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一次算是突破以往的表演风格的这个演唱会。然后这个演唱会呢，我有跟主办单位确认过了，我们的手拿灯75C 手拿灯确定可以带进去挥喽，可以哦。75C 手拿灯是什么呢？在目前我们这个配信的下方资讯栏，我已经有补上去了。你们到下方的资讯栏应该就看得到了。75C 手拿灯其实是去年猪猪的生日纪念周边吧，应该是去年的了吧？对，那也是猪猪在这个频道出过的唯一一只手拿灯。那上面很下趴，非常 sweet 的75C。这个也是来自于牛妈之手，牛妈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好不好？来，我们这个75C 的这个卖场，基本上，其实这个手拿灯原本是我已经把所有的货就是预留下来，想说之后有什么逼蓬蓬的活动，或者是我自己要公关的一些数量，我预留了大概7只还8只吧。对，但是最近陆续也是有一些新朋友在询问说，希望可以拿到。买到75C手拿灯，然后跟大家一起认亲，然后在台下让我看到你们之类的。我听了一下，觉得可以耶。如果你们不嫌弃，还是想要购入我们这个算是猪猪的第一支75C手拿灯的话，
我就把我的公关那些商品全部都释出，而且那些公关商品其实全部都是新的啦，我没有拆封过，所以不要笑想有什么原味哈，或者蜘蛛用过的没有，我跟你讲，全部都新的，未拆封的包装袋都还在，好不好？有需要的话就买吧。对，你们在台下挥舞起来，我一定看得到你们。对，应该看得到啦，我应该视力没这么差。也是歌声及下舞台吸引到。等一下，为什么李林学长也这么语重心长的打出了你留下来的理由？这样没有精明概念，好不好？真的，李林学长是因为歌声跟下舞台吸引的关系，是不是？哇，我想说，其实这个时间开台，其实大家都很忙但是你们居然愿意留下来，好惊讶。对，而且也觉得说，好开心，这个时间点，原来上班族还是会偷偷低台的嘛。你们已经从薪水小偷变成薪水大盗了。然后因为棚留下来那个，对，就基本上我选择性略过哈，谢谢李李学长。赞同棚的部分，不要随便赞同。对，可以拿出来挥了，也谢谢米娜哈，有米娜跟我讲说是可以的。然后但是他说我们的那个版本就是基本上感觉很像比较脆弱，他说大家在挥舞的时候不要太激动，小心挥舞这样。想当初那个分尸拍卖什么意思？记忆游戏仿佛是昨天一样。雅晨那个时候被哥丢下来，我超感谢哥的。对啊，就是我发现哥来到了我们的台，就算降落3次吧，每一次都有新观众留下来，这个是我最感动的地方。雅晨也是其中一位，超级感动的好不好？变知有没有？有好不？不是不好不？谢谢牛妈。我们牛妈第一次出手是在猪猪的生日周边，也就是 75C 的这个设计字样上面。好，然后去年除了 75C 的手拿灯还有 T 恤，基本上销量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真的那个 75C 太过于下趴，太过于帅气。我看一下我确认一下我的低潮真的可以进去了我的低潮真的我的低潮他真的进去了太好了他真的进去了好啦，我在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对，好，然后呢，我讲到哪里？这位是救急废物，等一下，废物，等一下，这个是想玩谐音梗吗？伊拉塞订阅一阵子，第一次跟到台上来上班谢谢你，没有关系，我们这边69%或者是96%都好，全部都是上班族，全部都是薪水小偷，全部晋升成薪水大盗了，好不好？这位废物，你不是一个人，你不孤单，欢迎你常常过来，谢谢你，感谢你哦。不是板板脆弱的是没有板四方形，大家小心不要伤到也是，谢谢阿月饼。所以薪水强盗一定要从有趣又碰的主播度过。我谢你阿恰，当初开车我哪有开车？我没有开车 Allen。但研究要怎么在手上加工呢？问可不可以？可以加工啊。对，既然都买了，你们就加工吧。不要加工到之后我认不出来那个是你们的手拿灯，这样就好了。快乐偷薪水。等一下，为什么珠子出现了？那个泛黄的28个月的珠子出现了伊拉塞，珠子，我们刚在后台，然后在那个尬广看谁的那个高阶会员年资最夸张，你知道谁最夸张吗？那个你的心头好，那位24了，我的会员都还没有开满3年，而且我还没有配信满3周年。你知道24号？24号他以世足总裁累积年资已到37个月了，不是已经冲破3周年了，就地冲破3周年，37个月以世足总裁年资，然后还有2年不是2年2个月的萌新，超屌，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你好，同行薪水小偷吗？对，握手，大家都薪水小偷，好不好？谁偷薪水乱讲？你们没有偷薪水，对，你们是在放松心情，对不对？对的，每次发薪水那个都是大盗。废物是会员名称吗？好 ，OK， 好，谢谢究极废物的过来，谢谢你们。对，然后总之就是今年度其实也迎来了很多的新观众啦，对，然后。其实基本上我的开台时间真的只能佛系，因为你看我前几天就休了这么久，为什么？
没办法，台风假就是还是得休。然后9月份明明以为可以好好的放松开台了，但好死不死又感冒之类的啊，太多一些什么人为因素。对，20号一直储值，你知道吗？他储到他冲破了36个月，也就是3年了。哇靠，我都还没出，我出配信到现在都还没3年，他已经冲破3年了，超屌，你知道？好啦，总之大家的这些高阶会员累积上去呢，在猪猪的大活动，我都会定期就是回馈，可能满2周年或者是满3周年的这些非常非常忠实的萌总们哈，我们的高阶会员可能会有一些算是，如果说你是满1周年的话，基本上就是蛋糕回馈嘛。那2周年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上次是回馈，就是非常下趴的，有点像新珠白亚的那个眼镜架之类的。那3周年基本上我会再跟我们满3周年的各位萌总们，各位敬爱的尊爵不凡的萌总们，好好的讨论一番。对，我都还没有满3周年。但是我们24老已经满3周年了，真是太厉害了，太不行了，也是亚总你说的是亚琛说的是，那忙到爆炸吗？我疲れ様，其实 OK 啦，我知道大家其实都很忙，所以有空就过来看看就好，没关系。对，忙到爆，我在忙什么？从推特认识主播，推荐我的频道吗？哦，真的假的？究极飞舞，我可以知道谁推荐我的频道吗？一定是看到了我的精明干练，对不对？是不是看到了我的精明干练，然后推荐我？是不是？就像我这张这么精明干练的脸，一定是因为这样子才被推荐的，对吧？是不是？但是呢，找个午后台，就我到后面走中了，什么叫走中？我什么时候走中了？我一直精明干练，好吗？趴趴熊，你小心我不让你选咯。我们当家总裁趴趴熊，你这个月只能吃饼干。好啦，但是我还是会开表单给你们选啦，好不好？各位萌总们，好不好？但是我觉得大家想吃饼干的几率比较高啊，我觉得啦。星辰安安，然后今天唱歌吗？对，还没唱到歌，因为刚刚我发现我的低潮挂掉了，所以我根本就还没唱歌，我紧张的要死。有歌杂，对，但是还没唱歌，歌杂一直都没有歌，然后因为崩才会推荐，不是你们绝对是因为看到我精明干练了。光荣回归，谢谢开关先生走崩路线。我说什么叫我就崩，别忘了我们有观众是因为我的精明干练留下来的，好不好？你看阿月跟我们长官都承认了，是因为精明干练而留下来。我有篡改什么台词吗？没有哦，他们是因为精明干练而来啊，然后一定也是因为精明干练留下来嘛，对不对？我今天会唱歌。好啦，我跟你们聊一聊，其实我真的有比较放松了。我刚低潮一度挂掉，我紧张的要死，我是不是真的可以来唱歌一下了？精明干练。好啦，而且因为刚低潮挂掉，我的那个面补一度补不到，我还要再重新设定。说到这个那个猪儿子，我之前是怎么设定的？我之前面补怎么设定的我也忘记了，我就完蛋了。什么在小小哪有那有骗自己？歌杂呢？杂是名词吗？好啦，等一下会有一点点歌跟杂，好不好？会有一点点歌，好，跟我们的大部分的杂，这样好不好？那回想那个什么酒杂是精明，我酒杂是精明干练吗？我的酒杂是精明干练吗？我好意外哦，我想说酒杂应该还蛮蓬的他们是不是受到什么生命呢？没有的良心了，没有精明干练？你给我好好说话，猪子，你给我好好说话哦，好好恭维哦，绝对就是精明干练啊！那一首歌都还没唱，我有给你们1首歌的时间听我的卡夹，低潮都不低潮，我刚刚真的被我低潮挂掉吓到，好不好？我的电脑完蛋，所以呢。待会我们在结束这个一点点的歌跟很多的杂的这个配信之后呢，我会先备份，备份完之后呢，我就快点冲我们的建国商场，对，就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应该是硬碟有问题。对，今天的形态是昨天解锁的3C 毁灭，所以讲一大赛，跟今天一样呢，杂谈成的，对，没错，我们一点点的歌跟很多的杂，是不是跟歌一样？是不是？我们的歌很棒的，好不好？大姐，你给我好好。对，大姐就是这样子，你的精明概念跟稳，好不好？刷起来，要跟大姐一样，知道吗？酒杂留下，因为精明概念
对啊，你是因为酒杂而来，然后因为精明干练留下嘛，对不对？我知道啦，因为是想想都合理。对，低潮。等一下，为什么竹子我低潮没有放什么奇怪的东西，好不好？我低潮即使有放本本，你们也都知道啦。我的低潮很多本本又怎样？但是我担心的不是本本，我担心是我没有办法配信。OK， お疲れ様大姐，谢谢你们陪我度过了低潮，就是当掉了10分钟的浩劫。对，总之运气好，他又回来了。但是我等一下快点备份，然后可能先把我的主机带去建国商场，然后该不会都是符魂？我觉得很符魂，大家见怪不怪了。其实我单纯真的比较担心没有办法配信，因为很多素材都在 OBS。因为刚刚当掉的瞬间，大家也看到我 OBS 整个是空的，我刚刚整个是头皮发麻，然后跟大家说对不起，我重新开机看看，搞不好就抓得回来了。还好重开机治百病，开完机真的抓回来了。对，但是呢，我觉得这就只是运气好，我要快点备份了。文字一出，就在精明干低潮都本本又怎样？反正你们都知道，都很多本本啊！我口味这么重，怎么可以不看本本？是不是？那个时候听到低潮放本本，不是啊！我从初配信开始，你们就知道我就是个重度腐女，我低潮怎么可能不放本本？就一堆本本哦。但是本本不见了没关系，但是 OBS 的素材不见了才麻烦嘛，对不对？但在猪猪太太的时候，我把本本关掉，我让你们看到我的本本又不会怎么样，是不是？都没在藏啊，是不是？低潮假鬼假怪，低潮太哑巴拿去问一下，没关系，反正我不管我怎样，对，我低潮待会就是要拿过去，我要光明正大的拿过去，我总比之后没有办法配信好吧，对不对？就即使让他们知道就是一个正腐女又怎样，搞不好他们见怪不怪啦。修了这么多腐女的电脑，这个还好啦，小 case 啊，还有看过更重口的之类的，这样是不是？我觉得哑巴。低潮太哑巴，低潮那个本本，你说本本哪有？没有本本。我跟你讲，本本的那个容量其实真的是小 case。我低潮容量最大的，我跟你讲，是我之前存的原档图稿，好不好？对，那些原档图稿，那个真的是占的容量硬碟有够大的，真的想当本本主角。好，彩彩，你快去找一颗芋头塞住就好了，好不好？男店员，那这电脑一定有一堆好料。等好备份，大概就知道男店员表示真香，是不是？搞不好男店员自己也很喜欢本本啊，是不是？因为太腐，低潮都放腐了，就低潮之后传统碟是其实我不知道我电脑到底是传统碟还是固态碟，我可能就待会直接反正拿去给店员看吧。对，然后也谢谢大家年初帮我排的那个菜单，虽然说我觉得现在要排其他菜单。应该也要我知道可能有什么价差，因为我其实不太懂，对，但是我就是总之电脑的集资应该不会跑，因为我想说，我还是希望大家把钱留下来，可以参加之后猪猪的可能下半年的任何的活动，因为集资一旦跑起来，我又担心压缩到大家的可能娱乐费啊或生活品质，所以我就现在可以解决的，就可能等一下我会很厉害的备份，我会备份，不用担心。会，应该对，好，会备份，然后备份完我就快点跑建国商场，然后如果硬碟坏掉了，就可能先买新的顶一下，然后就请店员帮我抓一下，看说到底是风扇的问题还是硬碟问题，好了，这样好不好？对，我们就目前现在可以先处理的再处理，然后集资的部分，我相信大家当然我开多少都会丢，但是我觉得现在感觉好像也不是跑集资很好的时间点，所以我倒觉得就简单先处理好了，要换好一点的电脑，再看明年的状况好了。我在想，对，然后我也知道大家希望猪猪可以换好一点啦，对，可是你们的好一点都8、9万，那个好哦，猪猪的预算没有到这么高啦，但是刚刚听大家讲说。5、6万好像也煮不到多好的，我就觉得头皮发麻，所以我就以现在可以先解决的先解决就好，好不好？那菜单会越来越便宜，真的吗 ？SD 它坏掉就坏掉了没救，所以以前又不懂怎么买到 SSD，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之前好像也是我这台是虎虎的，然后那时候他有给我菜单，然后他给我之后，那菜单去哪里了？算了，忘记了，忘记了。
低潮99%点就本，其他赞成。看到就是他们说，哦，我们很亲民，开口なるほど，要人抖内的直播啊，原来是这样子吗？谢谢。原来我记得那篇很像也是我们的高阶会员24号有来推荐猪猪，是不是？谢谢，感谢你们啊，谢谢啦。虽然说你们很爱欺负我，可是你们都会偷偷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就推广猪猪，也谢谢你们的推广，我们迎来了究极飞物。对，谢谢你。然后对，因为我常讲说大家量力而为吼，因为钱很难赚，因为钱很难赚，所以我就是电脑什么集资的什么，我现在也不打算跑。我希望就我自己现在可以解决的解决起来，然后大家把钱存起来，我们可以下半年的活动，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参加到，或者是有一些联名的一些周边，希望大家也都可以拥有，这样子我倒觉得我会比较开心。对。当然有新电脑会很开心，我知道啦，但毕竟新电脑真的是一个大数字。那我觉得现在反正我会备份，我很厉害，然后至少我还知道建国路怎么走，我很厉害，不用担心。我还知道怎么去建国路。对，所以电脑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好解决。对，那你说出本占空间，你为什么笑而不语？雅纯，你给我讲清楚，怎么了？一定是什么收的不够多，开玩笑，我的本都是实体纸本，好不好？是不是？我们支持文创，台湾文创，台湾任何的文创都要支持，我们要买实体书，谁在那边给你抓本？我跟你讲，老梁没有抓过本，没有抓，我只有线上看过，但线上看过我喜欢的话，我就是一定买实体书。我们要支持创作者，我的本，尤其是重口的，绝对全部都有实体书，知道吗？谢谢大家。我觉得这个就跟抖内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说你喜欢这个频道，你欣赏这个主播，其实抖内就是最直接的支持方法。对，那对于文创作者，当然就是买书啊，对不对？要买大一点，然后放本。到时候碰的前兆没有？再弄一点最好的，因为等着有时候碰到挂上架呢。有刚刚就是大家有教我怎么分别是坏鬼的声音还是电风扇的声音。我看完之后，我还是认不出来那个到底是坏鬼的声音还是电风扇的声音。我直接拿去建国商场就好了，没事的，看出决定。那大一点的一点放本。现在5万多会有。其实我在想说，我自己能力范围可以到达的大概5万是 OK。对，但是因为之后。这样讲好像也不是说要毕业啦，而是说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说，我们生而为 VTuber 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份呢，不晓得到底可以经营到多久。那因为我在踏过来 B 圈以前，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个画图的社畜，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如果我真的有新电脑的话，至少我在画图方面也是跑得动。对，然后此话一出呢，大家就说那猪猪你可能还是要换到8、9万的，就怎么办？对，所以我现在想说我到底要好啦，总之没关系，我们就现在就是先备份，然后我待会跑建国商场一趟，对，然后先把可以解决的先解决起来，这样子。我也觉得像6万多应该不错啊，但是如果要跑那个图，如果是要跑顺的话，好像6万多又不够这样。餐单收走了，主厨在煮菜这样子，建国路老熟吗？好啦，对大高雄工业国的男性们应该都老熟。下半年剩下不到3个月，是的，没错。不要跑去建工。不瞒你说，我刚刚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电脑坏了，我可能要去建工录一趟，妈怎么办？然后我妈她就沉默了。没有，你应该是要去建国路吧？我说对吼，建国路，原来不一样连我妈都知道建国路不是建工路。好，地福林，你果然是在地高雄人，对，好吧。我妈没有来看直播，我妈都会看我直播，老娘都自己画，对，然后家人看很尴尬。所以买了哪些本嘛？我买了哪些本？有一本书叫做你们确定要我讲吗？你们不会崩溃吗？我强烈建议你们去找那个 Sakura Gari 樱寿，那本真是美到不行，重口到不行。樱花的樱，狩猎的狩，杜赖忧郁没有错，梦幻游戏的作者，你知道他画的那本多香多重口吗？我爱到不行你们确定现在这个话题要继续吗？你们确定吗？我低潮的本要让你们知道是不是可以？还有一本书叫做哥哥，
好了，我不要跟他们聊这个了，好奇怪哦。你跟的作者都是什么出电子书吗？哦，电子书也可以买，电子书反正只要是合法管道，不管是线上电子书还是实体书，基本上都可以付费支持的话，他们其实都会收到利润的，好不好？众口在买，而且房间妹子你妈仓库怎么买实体书，肯定只会也是押纵，实体不是报，但是子女，等一下，劲爆萌总，你们可以不要买奇怪的本实体书，你们可以买正常的实体书，这样小朋友看到不就很正常吗？你们为什么一定非得本才要买实体书？难道你们觉得本才有实体书收藏的价值吗？其他书没有吗？也是有嘛，对不对？就怕空气突然去建工路吃餐厅，不是啊，大姐建工路我怎么记得学校很想那附近是临近学校，那边是有很多吃的，没错啊。应该是看 BL 之类的瑟瑟发抖。筋膜干练知道是一回事，迷路又是另外一回事。反正未知的路名无所谓。对，我知道位置怎么去，只是有时候我会不小心把它讲成是建工路，好不好？Sakura咖喱，长官，你居然去找了，不愧是我们人夫。我跟你讲，你买回去，长官夫人一定喜欢，而且是大喜，好不好？是不是？有去建国路，跑去凤山见啊？凤山有建国路吗？去建国路吃小骑士啊！对了，说到小骑士啊，高雄的建工路真的是唯一的一间小骑士，坐落在它那个某一个路口的三角窗，真的看得好感动哦。因为高雄我再也找不到另外一间小骑士了吧？小骑士的炸鸡真的很好吃。别走去凤山建国路，大学建工路下坡毕业很久，这样只能让小朋友从小知道人妻的好。人妻一直都很好啊，我很了解哦。我身边很多姐妹是人妻啊。实体书就有教科书吗？教科书很 OK 啊，也是可以给小朋友看啊。他对 BL 还好是吗？建工路印象在北高，凤山建工有不同的路线。看哦，先看哦，五福路小骑士啊，对哦，大姐你没讲，对，五福路的还在啊。奇怪，我明明是生在高雄，但我跟你们是生在不同次元的高雄吗？怎么会这样？我跟你们生在不同次元的高雄吗？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好啦，谢谢你们，就是电脑的事情，我刚刚真的很紧张，但是跟你们聊了一下，就是心情有比较放松了。有，因为心情放松了，我突然知道说我要宣传什么了，就突然想到说啊，我应该要宣传些什么东西。好啊，谢谢你们哦。然后电脑的事情，我觉得就现在可以解决的，就解决起来。好，然后大家钱留着，希望就是10月份会开启一些其他的活动，然后大家就斟酌参加。然后这些活动其实应该也会包含一些关于高阶会员的一些福利。那基本上高阶会员就是免费啦，但是基本上我有在思考说这个福利要怎么玩，所以再让蜘蛛思考一下。对，然后还有就是11月初的时候，稍微跟大家预告一下，会有牛妈第2次出手的那个辣个很香很下趴的某个灯芯，对，然后大家把钱留好，也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带走，因为它非常的实用，非常下趴，进阶版的牛妈出手的某个东西，好不好？对，我话只能讲到这里了，其他无可奉告，其他无可奉告。所以我看不到猪猪，不会啦，我还会健在，我会健在。奇心记得也有吗？啊，真的吗？诺言。对，新破你说对了，就是在高雄五福路熊商那边。对，五福路小骑士，我记得还在啊。建工是德州炸鸡，不是小骑士吗？啊，他们不是一样的吗？那个不是一样的吗？不是赶快敏感吗？然后去找 BL 本哦，今天 PO 了吗？我今天精明干练司徒风，我怎么看都是精明干练吧，Pico G。但是我吃不到手上的糖果，对，有点哀伤。周期废物说8-9万，如果是为了2D 的券呢，我定号5-6万就一下剪片那个券，然后绰绰有余是吗？谢谢。我们刚刚还在讨论说有一些剪片大手他们用的电脑到底等级在哪里？原来5-6万就有了，是不是？谢谢旧金废物，原来我的5-6万是可以被实现的。
5-6万，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慢慢解决。对，只要他跑得动我的图档的话，因为我的图档有时候开个 Photoshop， 开个 CSP， 跑很久很哀伤，你知道吗？很难过，很讨厌，你知道吗？那个截稿日就在前面了，你给我在那边跑图，急得要死。还有那个存档，存个5分钟，怎么了？怎么了？有哦，在我们快完稿的时候，那个图档之大的，存个5分钟，有，而且会存得你很急，存得超急的那种。就是少骑士德州炸鸡，可能是那种黑丝的那种，刚刚碰的吗？哪有碰？我今天一直精明干练，好不好？6万就有什么4070 S， 蒂芙林那个是什么？我怎么都看不懂。那种支持的实体更好，像百合番除了看动画之外，实体书对，哇，谢谢，哇，我们究极废物基本上那个实体支持派的，对啊，我觉得创作者其实在台湾创作这条路真的不容易，在台湾不管是任何的创作都不容易哈。然后即使是主播的抖内，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喜欢这个主播，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基本上抖内真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然后又直接、快速、暴力的方法，但是还是量力而为。对，其实不要真的是抖到就是睡公园。吃泡面哦，这个也不是我想要的，拜托你退我会员，拜托。对，但是我家的高阶不晓得为什么都变成了一个团扇的数量，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好不好？对，大家都很支持本频道，真的，该换了，好，该换了，显卡是吗？好，只不过现在 CPU 跟 GPU， 你问我现在的 CPU 跟 GPU 吗？你问我现在的 CPU 跟 GPU 是吗？我要在哪里查？我之前有查过，我忘记了。好，开关先生说那个变便宜了吗？有时候头人会是你有去 FF 买像这些大手们，其实对，这些大手们不管是他们画了什么本都很香。我觉得台湾的创作者真的是很厉害，而且我觉得那个是超越国际的厉害。对，像我真的如果说要推的话，有太多大手要推了。但是以台湾味的创作来讲，我最喜欢的就是火老师。听智火老师的东西买爆啊，在我家超香，好不好？看不懂的问题可能我要查一下。小乌龟拉塞可以上原价5角，公园睡起来漂亮。对，珠子，你有帮我记下来是吗？珠子记下来了，是习惯抓CPUZ 工作管理员。所以珠子你还记得是不是？因为当初我记得我有放在 DC。珠子你有帮我记下来是不是？珠子你好专情我这个泛黄的高阶所以应该就是珠子讲的那个，我不晓得那个是什么。珠子，谢谢你居然记得，你好专情啊！我可以不用去工作管理员看了。好，那应该就是那个什么9700跟2060，叫9700用电姥姥新电脑记得 AMD Intel 1413搭上还不错的时间。好几个 CPU 都出来了真的吗？真的吗，大姐？天哪，珠子，我要帮你的头上盖一个大大的朱棣卡，盖一个大大的朱棣卡专情证明。谢谢珠子。谁坏掉？没有坏掉啊，我精明干练谢谢。我好开心哦。可是为什么对这个数字完全没有印象？为什么珠子记得，但是我却完全没有印象？所以我又不能低了，这样子。所以对珠子，你以后不能低了，你知道吗？只能专情于本频道，这样压力很大。都要封一个，都是为了创作17即可，无需到A9，现在12700K 7000。那个是硬碟吗？说到这个，我其实。我的那个应该是什么？我的储藏柜里面有1-2个硬碟，我不晓得它能不能用。我待会一起拿到建国商场给师傅看一下好了。对，所以就反正不懂嘛，就过去问师傅。对，就只能这样子。9000开始9代的话，然后2070刚好可以换4070。
怎么办？我追不上各位大佬的话题。好了，你们成功逼我唱歌了，我知道你们在逼我唱歌，我知道。对，我现在唱歌可以吗？我唱歌，对不起，对我看不懂任何信号，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对不起，我错了，好不好？我错了，我唱歌，我现在就唱歌。嘿，我们的歌真的要来了，我们的歌，我们的杂不见了，我们的歌要来了，好不好？给我一点时间，我们的歌真的要来了哈。我切换一下，等我一下。好了，我们歌真的要回来了啦，好不好？3小时要第一首，没有3小时啦，我没有这么过分啦，我没有这么过分，2小时而已啦，仔仔。等一下，我回来了啦。好，你们朱蒂卡回来了，我回来了啦，我回来了。而且不好意思，因为就是低潮刚刚整个挂掉，所以现在的朱蒂卡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利落，好不好？那我再想一下，我之前到底是怎么设定面补的？让我想一下，我忘记怎么面补了啦，猪儿子救命！没关系，我待会除了备份之外，我再设定一下。所以现在的猪猪可能不是那么的灵动吼。来，好，然后什么2070可以卖掉回血吗？老硬碟不要装了，直接买 SSD， 用起来会很痛苦。哦，真的吗？也就是说，好，那我老硬碟应该不用带过去了。2小时还没唱歌的歌仔没有啊，刚刚低潮挂掉，我就很紧张嘛。好，真的要买先问再去找店员。好，会的，我待会，我的流程是这样子，待会收台之后呢，朱蒂卡会先备份，然后备份完备份可能要几分钟，然后我会先打电话到建国商场的那个店家，然后跟他确认说我待会要过去的这个状况是否真的要过去这样子后，然后好，就只能先这样啊。我好优秀哦，我知道怎么做了，谢谢。大宝老师还在挂台，大宝老师我真的要唱歌了，我们的歌杂的歌来了，好不好？2个小时，这时候微笑就好。不是电脑阵亡不能算进去，我紧张的要死。会出现颜面神经失调吗？应该不至于失调，只是会比较没那么灵动。对，2小时还没唱歌，伟成你好。好啦，谢谢你们陪我度过了，就是硬碟差点坏鬼，然后又救回来的这个下午，我们真的来唱歌了。我真正在唱歌咯，先退下去处理客户吗？大波老师辛苦了，你是我的友军对吧？大波老师。你是我的友军对吧，大波老师？开始施加压力。好了，老师辛苦了。老师，我把那个资料整理好再send给你哈。对，因为前2天那个台风假，整个我的排程大乱。好，老师辛苦了。好啦，电脑很可怕呢，有什么东西不知道的，就真的不知道呢，这样就恐怖哎。你看看我紧张到忘记要唱歌了，是不是？好了，我们随便挑几首歌来唱哦。好了，我们的歌来了啦，我们只剩好像只剩半小时可以歌一下，我们就唱个半小时的歌，好不好？我们的杂结束了，我们真的要来歌一下。好啦，来歌一下。阿义师出现了！阿义师，你知道我最近经历了什么浩劫吗？我刚刚经历了我低潮进不去的一场浩劫，好可怕！然后我紧张的要死，一直问大家说：“我现在干嘛？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有了，你们的歌不就在你们身边吗？最专情的，你们老公的老公啊！来，真的来歌一下了啊！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歌いましょう。傷ついた時はそっと包み込んでくれたら嬉しい。転んで立てない少しメス勇気をください。思いはずっと届かないまま今日も冷たい街で一人ここかどこかも思い出せない。終わらない夜に願いは一つ星のない空に輝く光を戻らない場所に捨てたものでさえ生まれ変わって明日いやの中であなたに出会えた。いつかの気持ちのまま会えたらよかった。戻らない過去に泣いたことでさえ生まれ変わって明日をきっと照らしてくれる。好啦，崩掉了啦！我刚刚在调整那个大小，然后想要放一下我们的这个，它为什么放不上去啊？眠れない時はそっと手をつないでくれたら嬉しい。あ、有了有了。夜明けは来るよとささやいていて、嘘でもいいから願いはずっと叶わないまま今夜星座を連れ去って消えてしまった。もう戻れない終わらない夜に願いは一つ星のない空に輝く光を。今は遠すぎて儚い星でも生まれ変わって夜空をきっと照らす。星屑の中で出会えた奇跡が人混みの中にまだ見えなくなる。戻らない過去に泣いた夜たちに告げるさよなら。明日をきっと輝けるように。こんな小さな星座なのにここに抱っこと気づ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你才碰，你全家都碰。終わらない夜に願いは一つ星のない空に輝く光を。戻れない場所に捨てたものでさえ生まれ変わって明日をきっと照らす。星屑の中であなたに出会えた。いつかの気持ちのまま会えたらよかった。戻らない過去に泣いたことでさえ
换成这个入耳式耳机之后，是不是我很像比较少唱到日文歌啊？我总觉得这个入耳式耳机唱台语歌，我较酸呢。我觉得入耳式耳机好适合唱台语歌，可是唱到日文歌怎么了？怪怪的。加了高阶场的客人请你吃东西，是不是？我就说我们高阶会员带财啦，一路发啦，是不是？这个是什么？财源滚滚，财源的循环，知道吗？就跟钱母一样，你今天花了3800，我保证你下个月赚380万。呵啦，好小啦，赚38000，我觉得是还不错，赚380万，年收变380万这样，就好小所以台湾小孩一定要弄哦，假上的是，就跟开关先生一样是吗？又拿到客人请的东西，我就说嘛，我们高阶会员善的循环，知道吗？加起来3800，就是一个发财金的概念。我为什么这个電話回来气氛有点假？哪有？我们这边哪有气氛很假？我们这是每天都很假，好不好？そうだよ。6等生の夜でした。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宏伟，谢谢大家。对，我今天真的是砸太久了，我们来唱歌，好不好？好，我继续用这个入耳式耳机习惯一下它。哦，谢谢究极飞舞。哦，这些原来5万多就有了，是不是？也就是说，我的预算其实是可以达成的谢谢你，究极飞舞，感谢你的分享，感谢，好不好？感觉很像，其实我看不太懂菜单，对，但是感觉可以记下来，对，下次可以参考一下。片思い、やっぱりいい曲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めちゃくちゃ歌いにくいよ。片思い，这首歌我觉得是爱美歌曲里面的大魔王好，抄作业就对了吗？好，抄起来。好了，都 Q 到了。それでは片思いしましょうね。片思いしましょう。这个预告翻车几率大哦。片思い，这爱美的歌真的是不容易。好。行きましょう。例えば君は顔に昔よりシワが増えてもそれでもいいんだ僕が北を思うように生けながら心の歌は君で溢れているよ高い声も出せずに思い通り歌えないそれでもうなずきながら一緒に歌ってくれるから割れんばかりの拍手も響き渡る歓声もいらない君だけ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誰夢が叶ったのお見合いの言葉が見つけれないよ誰夢が叶ったの愛してるたった一度のたった一人の生まれてきた幸せ味わってるんだよ今日がエンディングして終わりの日々は甘酸っぱいデザートを食べるの山も谷も全部フルコースで気が利くような言葉はいらない素晴らしい特別もいらないただずっとそばに置いていってよ僕の思いは年を取ると増えてくばっかだ好きだ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ねたり夢が
しまってもちょっと辛いけどそれでもいいから僕より先にどこか遠くに旅立つことは絶対許さないから生まれ変わったとしても出会い方がさえなくてもまだ僕は君に恋するんだよ僕の心は君いつも片思い好きだ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誰夢が叶ったのお似合いの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いよ誰夢が叶ったのね誰愛してる愛してるってそれは誰のセリフのかしら谢谢 Amy 的片思い，喝个水。好，我们的歌陆续还给大家哈。有啦，不会封面扎漆啦。还是陆续还给大家嘛，对不对？好快哦，要3点了。啊。我觉得我感冒好了，不过那个气管敏感还是要花一段时间，所以像他时不时还会说我是想咳嗽。今天当 podcast 听很放松嘛，谢谢你，谢谢，感谢感谢。其实我们的基本上因为猪猪都是开下午台，对，非常的边缘。我今天红就休，晚上也不开台，因为我非常朝9晚5的时间啦，对，所以。大家常常挂着听，其实就变成一种习惯了吧？对，多喝温开水吗？我看到了直男发言了，是的，我很爱喝温开水，谢谢。刚刚看到人有 DC 下班后吗？可以的，没有问题。谢谢洲际飞舞，谢谢谢谢，感谢你们，不好意思让你们费心。但是我知道你们很乐意费心关于电脑的问题，特别是这个主播对于电脑什么什么的都不太了解的状况下，谢谢你们。長女の隅行きましょうね。片っぽで丸を作って光も出てもう片っぽでその丸を後ろをぐるる回って開いてきたって仰ぎに入って出てくるの待ってて出てきたところを迎えに来てせやので引っ張って初めは何度も情けない方したとしても同じだけ力を込めて羽を大きく結び目を固くなるように気づく結んでいて星の腕はここに思い出はどこにおいでおいで欲しい欲しいの谢谢いらっしゃい。片っぽでも引っ張っちゃえばほっとけちゃうけど作ったもの壊すのははるかに簡単だけどほっときもそうちゃんと同じようにね分かってるよでもできたらねせやので引っ張って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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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願って力込めては広げすぎた羽に
く結んでいて星の上はここに思い出はどこに気づけばそこにあるぐらいがいい黙って引っ張ったりしないでよ不可抗の蝶にしないでよ結んだつもりがほどいてたり緩めたつもりが締めていたり我好久没唱这首歌哎，翻都翻，翻好翻满。この青くてひどい世界は無数に散らばった中から別々に二人選んだ人をお互いに手繰り寄せ合ったんだ結まれたじゃなく結んだんだ二人でせの引っ張ったんだ大きくも小さくも何好きなように力を込めたんだ別々に二人選んだ人をお互いが繰り寄せ合ったんだ包まれたじゃなく結んだんだ二人でせの引っ張ったんだ大きくも小さくもなりすぎないように力を込めたんだ啦啦啦啦啦。好，九九モスビでした。好啦，今天来最后一首歌，いきましょう。有啦，我的杂有还给你们呐、我想努力把那个杂还给你们哦。あ、等一下，等一下，我不要街道さん。これ街道さんがいらないわ。街道さん不用呢。等我一下哦，我把街道さん弄掉。哎，对，我们今天杂太多了。我们现在来歌，我们现在是歌。有了有了，再一次。滴滴滴。降りしきる強い雨描いた夢の果て震えたらるだし歩き続けた擦り切れた小さな手隙間を埋めるまで色の消えた記憶拾い集めた愛しさ優しさすべて投げ出してもいいなくしたもの見つけたなら傷つくのが定めたとしても心はまた色を放つ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That's to that 明日長へ
遠ざかる通り雨消えてく夜の風孤独だけがそばに佇んでいた選んだ正しさすべて間違いでもいい信じたもの守れたなら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That's to us Us to us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有赖的通知音吗？好神奇哦！我这边没有听到哎，我这边我的通知音好像也关掉了。Us to us， us us us， us us us， us us us。当当当当当，傷つくのが定めたとしても心はまた色を放つさよなら中断愛になれ Just to touch いつかの弱さへ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Ash to ash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好，我今天把歌的部分还给大家了啊，虽然说只有4首哈，但是我们的歌杂就是聊天聊2小时，唱歌唱半小时也是很合理的嘛，对不对？好了，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原本真的要边唱边聊，对，但是突然居巢挂掉，我紧张到不行，疯狂快点问大家怎么办？有啦，我没有封面假期啦。好啦，现在时间来到了3点，可以啦，对不对？好，我快点，待会先来备份，然后备份的当中，我可能就快点打电话去建国的某一间厂商，跟他们问一下说现在的这个状况。哦，不是居巢，那是低潮啦，低潮啦，低潮，不是，没有居巢，没有这么多，没有。资料拷贝还需要一点时间，是的。诶，也谢谢怀瑾先生一直挂着台，谢谢你们。我今天紧张了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才开始宣传自己的演唱会，然后才想到我东西没有宣传，怎么还努力忍着不多吵？你们就看破不说破不就好了吗？都这样啊！是安哥洛伊拉塞，哇，是我们胸肌非常啊，那个
就是很香，熊大鸡很香的安格洛先生。谢谢你的降落，谢谢你的降落，感谢我们安格洛带着他的伙伴的降落。我是迪卡豚竹精，我是台湾，不知道是最台的，但是我很喜欢台湾文化，所以我把嘎吉德亚嘎 N 水嘎迪卡放在我头上。如果你们有看到更台的 VTuber， 一定要再跟我讲，谢谢大家，谢谢安格洛的降落，谢谢你们的降落。对，我只要碰到3C，我就会紧张到不行，我就会完完全全的没有办法自理，对，就是完全脑袋没办法自理。欢迎降落，不说破不舒服这样子，所以你们还是选择说破是吗？有状况硬点是 SSD 还是？其实我不知道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我才想说我可能拿去给就是建国商场的厂商问一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是爱唱歌的猪猪，然后喜欢推广本土台湾文化。如果刚好你跟我一样也喜欢台湾文化或者是台语歌的话，请一定要留下来或者是订阅猪猪。谢谢你们的降落。哇，虽然说我们可能要结束了，但是为了迎接我们新朋友的降落，谢谢安格洛。来，我们是不是再唱个几首歌吧？再唱个几首歌，欢迎新朋友的降落。我看一下，跟台的是什么？槟榔加拖鞋？不是，猪猪不吃槟榔的。对，我只是很喜欢本土文化。75大于3没问题，不要太紧张哦。硬碟故障被封完，一律不修吗？猪子，也就是说你们都通常都直接叫猪猪换电脑是不是？怎么办？我现在可能只有我算了一下，大概我可以自己处理的扣打大概是5万上下。老龙鼠算吗？还是希望能够修好。我觉得猪猪想唱，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对，再一首啦，再一首，再一首。好，我换硬碟是不是？好，吓我一跳。基本上我觉得我今天过去应该就是直接换硬碟吧。对。然后待会我过去，我再跟厂商询问，到底是电风扇有嘎嘎声，还是说到底是哪一个硬碟有嘎嘎声，我再跟你们讲好不好？换硬碟吗？好，换硬碟。吓我一跳。好，谢谢珠子，再一首，对，再一首就好了。我真的再一首就好了。我们今天都打开了 A 美的歌单。じゃあこれにしようね。真的啦，我们要迎接我们新朋友的降落，我们安格洛的降落，我们再一首就好。对，真的再一首。我们再这一首吗？哀れみをください。落ちた小鳥にそっと触れるような悲しみをください。涙ぐんで見下ろしてかわいそうだと口に出して靴の先で転がしても構わないわ。汚れててもいいからと泥だらけの手を取ってね、上になって踊りましょう。目障りな無造無造忘れて食べてしまいましょう。スパイスは誰がないくらいがいいわ。ライライライ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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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ライライラララララララ。怯えた小鳥はさよならなんて言えなくて、愛をこう仕草で黙り込んでつつましいつもりでいた。 Lie lie is a lie not a lie もう辛い。散々傷ついて優しい世界に誰だって行きたいわ。
上手に溶けてしまいましょう。憎しみも愛情もむしゃむしゃと頬張ってしまいましょう。本当の甘い甘い壺の中でライライライ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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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ライライラララララララ曖昧に笑うから会いたいと思うのよ。 I know you're here to stay with me 愛されていたいだけ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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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to be with me 来年の咲くところ惨憺たる Halloween feeling 愛だけ残ればいい。しんしんと悲しみだけが降り積もる漢方の開口もただ埋め尽くす絆結んだ遠い春の日の傷跡さえも消えてしまうの。やがてキラキラ夢の中朽ちてゆく光はあなたに届くはずだから眩しくて涙が止まらないネットがそばにいて泥だらけの手を取って離さないでどうかずっとそばにいて離さないでクラクラルのそばにいて離さないで見えないわただずっとそばにいて離さないでただずっと愛してる。谢谢大家。好，那真的最后一首了，真的呢。好了，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了，我要让我喉咙休息了，真的啦，最后一首了。来找降落的地点。真的啦，我喉咙休息，我乖乖啦。对，哦，我觉得9月份整个喉咙就是被封锁之后。现在虽然说喉咙复原了，可是气管变得好敏感哦，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5003岁，难道就是年纪大了吗？哦，气管变得敏感，就是唱歌的怎么讲，就会变得好敏感哦，就很敏感哦，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戳一下就敏感的。我没有开车，但是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谢谢大家，然后也谢谢今天有降落的兔比，还有安哥洛，然后还有今天来玩的 B 朋朋们，谢谢你们。今天开台前半小时，我的低潮毁灭了，然后虽然说重新开机之后它回来了，对，但是总觉得电脑感觉寿终正寝。然后也谢谢你们陪我讨论，就是解决的方法，至少我还会备份啦。喉咙3级警戒，我会让它慢慢降下来，因为毕竟之后我们11月份有很重要的演唱会。那如果新朋友的降落不晓得那个演唱会叫什么的话呢，来，现在我再把 PV 开给你们看。那个旧观众可能已经看到腻了，对，但是有新观众的部分，我们可以再看一次 PV。好，谢谢大家。逼新观众看 PV。
好的，谢谢大家。稍早刚刚看到的那个 PV， 基本上就是我们11月9号会在台北的花样展演中心举办的，算是跳脱2次元的2.5次元的形式的演唱会哦，跳脱出一般 VTuber 的表演形态。我们是本尊，也就是中之人亲自上阵的这个状况下呢，但是我们会蒙面哈，也就是说你们是看得到我们的肢体演出，但是我们会用很下趴的面具挡着我们自己的脸，这样的一个形式算是很跳脱以往 VTuber 的表演形式，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以及尝试。那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有兴趣的话，请务必一定要买票支持，好不好？好，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形式，基本上我们这一次算是试水温的方式。那其实我们也不晓得说大家的接受度如何，但是呢，我很开心，我们开票的前5分钟 VIP 票全部被扫光了，让我看到你们的决心，感谢你们，1人1拳，绝对是注定的，烂蛇度也掉了哈。来秋后算账哦，哈。但是不管是什么票种，烂龙蛇度也掉。您刚才，不管是什么票种，我都看得到你们。如果对了，如果想让我认出你们是我家面线的话，那我们在这支配信的下方资讯栏也有，就是我们独家的75C 手拿灯的卖场，目前也是开放中，给我们就是可能去年没有购买到手拿灯的观众，可以就是预留几支的数量，先抢先赢，买起来。然后期待11月9号，让我看到你们在楼下挥舞的样子，好不好？谢谢你们。我是干爹什么？东北季风开始了，高雄的空品一直都很差，谢谢，感谢马克先生。想到了阿斗是吗？有，其实我们有在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希望渐渐可以有更多的表演形式。当然，这些东西都需要大家的支持。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不管怎样，如果既然你们来的话，2场不妨都看看吧，因为2场都是截然不同的服装以及截然不同的曲风，好不好？希望都可以看到大家要走下去。长官此话一出，我觉得我会是笑场的那一个人。相信猪猪，相信面线，期待猪猪变身。我觉得真的会笑场啦。好啦，我很期待跟你们见面。然后在那之前，我会把我的各方面。好，希望就是都把它维持到最好的状态。11月9号，我们台北见喽，好不好？像练腹肌来及可以啦，是不是？可以啦，没有来不及的啦，好不好？打到人可能自己手会受伤，我也这么觉得。什么各种捧法啦，不要，我觉得我一定是笑场，乖乖防御姿态这样子。我们就看那1分钟谁尴尬哈，因为我们3800的首度券资格，也就是说3800是 VIP 资格，就是可以对我跟我1对1有1分钟的时间，看说送礼物给我，还是握手还是相爱相杀，打架，还是相看两相厌，总之每个人都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想一下怎么玩，好不好？1对1 PK 打架的摔跤。好了，我这么柔弱，你们摔得下去，最好是我 A 口没有我 A 口一直没有关，是不是？我的 A 口好，对不起，我的 A 口刚一直没有。哎呦，录我式耳机还在习惯中啦，我的 A 口没有关。好，我关了。好啦，我们要降落了啦，我们要降落，找降落的地点。我们要去找塔塔玩了，走，我们去找塔塔玩，就开到底。好啦，找塔塔玩了啦。什么日常包？我只是被盗账号，好吗？我精明干练。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リタちゃんの配信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精明干练。大家拜拜。好啦，明天见。希望我明天的电脑可以安然无恙的开台，好不好？拜拜，大家拜拜拜拜。你才胖，你全家都胖，胖。